讲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来讲人成功的代志，第二部分讲东英王国三代吼，第三咱来看看咱读历史，毋是读死的物件吼。电视讲离开咱300万年，迄种足早的代志，但是咱就要搁讲这吼，咱来看即阵的历史，甲咱有啥物意义啦？大家知影，电信讲台湾话拢叫做国姓爷啦吼，英语写做 KXINGA 啦吼，所以外国人无被翻译甲翻译做真称讲。所以各位，你若看到外文册还有讲到台湾，其实咱出现一个第一字是写大字的吼，国姓爷吼，就是 KOSING 的，你毋通想讲迄毋知影啥吼。我想来遮大家拢无问题吼，因为咱遮拢是对台语有兴趣，无兴趣嘛有要增加台语能力的人吼，你用台语概念就知影吼。所以我第一部分大概讲电视讲的代志，因为咱知影清朝帝国是1644年开始，进前的明朝是1368年到1644年。到17世纪的末期吼，17世纪的初期吼，东亚的历史开始改变。各位知影，福建沿海商业活动真发达吼，所以足侪人做生意，走到日本嘛有，走到南面嘛有吼。西方的力量来到亚洲，所以各位知影，1598年，印尼吼，就是荷兰来到印尼，所以东亚的世界变做真国际化。国际化内底，伫福建泉州的南湾吼、南安啦吼，陈叔良。咱知影陈叔良伊是出世伫大概1600年吼，1661年过身去吼。所以出世的时代你来看吼，我毋是爱你背年代啦，恁大家读历史拢足册背遐年代吼，背遐年代就愈背愈册啦。读历史读书读到哪久啊？我是要大家了解，迄个时代拄是明朝帝国的后期啦，所以等于帝国中央的力量减少的时阵，伊边沿海力量就会起来。所以陈叔良伊本身是一个伫海上做生意的人，一方面做海产，其实吼做生意甲做海产无啥物差别啦。要正常做生意，甲挂一个旗号做 Evergreen 啦。若要做海产吼，你就甲创一个死人头吼，两支骨头，交车安尼就通做免本钱的生意啦。所以因为安尼陈叔良吼，所以伊有去日本做生意，所以就去日本的九州边迄个平和希拉岛遐，结果去遐吼，就娶了一个日本的甲一个日本小姐结婚啦吼。叫做迄个大家话就是电川吼。天川上吼，甲卡拉马斯，所以1624年这年足特别，就是荷兰拄好来摕台湾，郑成功拄好伫希拉岛遮出世，所以世界人类历史有时啊有一寡卡合啦吼。过了1624年出世了吼，另外38年了国姓爷来台湾搬走荷兰，所以咱看这历史就了解讲。迄个时阵吼，等于东亚的世界，你看日本、甲福建、台湾、甲东南亚拢有即款的关系。所以郑成功伫希拉岛遮出世了吼，伊就因为郑叔良即个人做海产搁兼海上咧做生意嘛，所以拢世界去嘛吼，到处吼世界吼拢甲人拢娶某所以伊有啥嘛无啥咧注意讲，原来伫日本遮竟然生一个囝去吼。所以郑成功的一生其实足曲折的吼。伊出世的时阵了后，伊到差不多7岁吼，拢等于无老爸共款。因为郑成功做因老爸做生意去希拉岛了来去，所以等于伊敢无老爸共款，拢是即个大家话因老母甲指大。所以咱了解一个人的迄个人格吼，基本特质是你10岁以前差不多就形成，所以毋则来讲，郑成功伊足特别，伊是一个闽南人，一个荷兰人，甲一个日本老母所生这个囡仔，所以细汉的教育其实是因老母咧教。到7、8岁了后，可能郑叔良去想讲，敢若伫日本遐有一个后生是啊，我想甲带转去南湾啦。
但是咱咧了解迄个时阵，日本的政策伊是袂使互因国家的人离开因的国家。所以你也想吼，所以其实郑成功真可怜，伊等于捌代志了后吼，像啊，转来福建遮变做无老母啊。所以，但是伊甲老母中间有7、8年的生活吼，所以即个咱讲母囝情深吼。所以呢，到南满了后，当然郑思亮就开始甲伊教养即个郑成功吼。啊，有哪这郑思亮足投机的吼，我拄仔想要讲遐年代，因为1644年明朝帝国就结束。但咱拢知影有一个南明啊吼，就是迄个福王、东王、鲁王、贵王啊吼，福王、台湾王、贵王。啊，即内底遮个王其实拢一个名号啦，无啥物实力啦。但是郑思亮伊做一个海贼，沿海上伊佫看到即个明朝帝国结束，伊看即个南明遮几个王内底，其实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伫无共的所在的即个王吼。啊，郑思亮想要去投资啥？投资迄个东王啊，因为迄个东王伊无生后生啊，所以你知影吼，郑思亮已经开始做政治的投资啦，所以培养即个郑成功。啊，郑成功成年了后，吼伊1624年出世嘛，拄伊成年拄明朝帝国结束，啊，所以就叫郑成功去帮忙即个东王。啊，东王最需要即个海上的集团来甲伊支持嘛，啊，所以就足欢喜的。所以毋则就要甲伊的姓氏哦，郑成功。啊，所以咱一般咱毋则讲国姓尔。哦，所以我是讲迄个啥物姓啥物姓的姓，啊，有时是写新姓的迄个姓。啊，一般来讲，反正规直拢讲国姓尔。哦，所以郑思亮是做投机的，伊就是讲吼，我的细汉来去帮忙即个南明的东王。啊，伊若有法度有啥物作为吼，哇，啊，这天干嘛等于变做做王共款。啊，若无，阮反正死的代嘛。哦，就是安尼。啊，但是因为这个南明其实无啥物力量嘛，所以尾后这个清朝的军队就拍到福建吼。啊大概这个1645年这年吼，这个达卡瓦就是郑成功因老母，就会当来到南满这个所在。结果清朝的军队拍入南满吼，郑成功因老母去互清兵拍死，听讲吼，佫去互强暴，咱讲的性侵啊。啊，所以你甲想看，我像咱讲这历史来，咱历史足济吼。你用安尼，你就当去想看讲，是安怎郑思亮去投降，啊，郑成功是安怎反清？因为伊甲因老母10多年无见面，佫见第一摆见面尔，因老母就去互清兵杀死啊。所以当年甲这清朝甲这清兵当然是势不两立嘛。所以咱来了解历史内底迄个心理的作用。这就是郑成功甲因老爸无共，因老爸完全投机嘛，迄个西瓜花特别送就好，所以尾后看南明无法度会走去投降啊。啊，郑成功就甲郑思亮辩论嘛，讲咱吼是靠海为生啊，咱爱挖海才有法度壮大啦。你若投降，一定我掠去内地啦，果然无毋对嘛。各位知影郑思亮尾后掠北京嘛。啊，因为郑成功反抗嘛，所以郑思亮足可怜的啊，愈送愈远啊，尾后送到东北啊。去看哈尔滨冰雕，所以郑成功伊知影因即个集团就是挖海才有活路，啊，就是因为即个因甲伊老母的即款感情，因老母去互清朝杀死，所以尾后就要行向反清的这条路。啊，但是伊咧反清的时阵吼，清朝帝国开始无法度对付，因为咱知影吼，即个郑成功伊本身吼军队足济，拢是海军，但是清兵吼毋是海军，啊，所以用好法对付。规个海拢甲你实行迄个海禁，就是讲沿海人拢袂当互你甲外口做生意，甚至有时叫你铁几落公里安尼啊，用安尼来宣传吼，即个病假吼，伊即个靠海为生的即个情形。结果吼，像啊无法度了，郑成功是安怎背后才会想讲，因为因本来就甲台湾咧做生意嘛，所以对台湾和咱的统治真了解啊。吼，啊，佫着了即个台湾即和平的帮忙吼，所以伊背后甲伫中国沿海就无法度甲清朝对抗的时候，伊就知影讲，来摕台湾至少有一个较大的军基地，因为本来伫福建沿海，敢若金门甲厦门嘛，迄是足细一个所在。啊，所以郑成功才伫1661年吼，即个4月30号，派军队来拍台湾。我就开始伫攻城，继续往下。搁再乱咱看几场啊干破，即款图毋免看啦。你若知影，古早咱摕着历史课本，
空叔公甲电视公话，甲电视嘛话差不多嘛。吼，这就是吼，因为荷兰去日本上早去的所在就是去希拉岛，尾啊吼，日本的政府间，即荷兰人就刷去即摆那加沙奇的迄个出岛啊，提升啊，所以这拢历史有关系因为电信公对日本人来讲，嘛等于是日本人，因为因老母是日本人，所以出事的所在就真重视吼。所以因为因真重视即个古迹，所以听讲吼，大家话是去走去海边袂赴走到咧厝边生气电信公，所以伫海边就徛一个石头写鹅蛋寺，各位恁若有机会拢会当去遐看。毋过台湾的旅行团去甲日本佚佗若毋是去看樱花，就是去看什么东北的什么红叶看到无够去看紫藤，从来无啥会当去看迄甲台湾历史有关的古迹。我看所有的旅行团无够有一个安排讲台湾会去迄个电信公出事的所在看者，这就是迄个海边遐我伫敢若去年前年有去个所在我拄仔这已经讲过所以电信公有一个名叫国姓爷。搁再来就因为迄南美国尾上尾迄个王运后尾要摕着即个电信公的支持，所以甲封做延平运王啦所以咱知影你看电信公伊本来是电信心灵的心。但是一般会叫电信公啦，咱拢讲伊国姓爷，外国人嘛叫伊国姓爷，荷兰人嘛叫伊国姓爷。但有时佫会佫叫伊延平所以你看咱台湾即摆有新公路嘛有延平北路啦来过来。即个所在就是电信公因老母大大迄个所在。即摆遐有人真重视甲台南关系做密切。所以一张旧的相片遮即摆有做一个电信公的纪念馆。伫即个砖头的附近遐竟然设一间细间的电信公的庙啦。有时咱台湾旅行嘛袂使会去啦，但是台南有时会组团去遐参观因为电信公因老母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真重视甚至有研究，甚至甲当作戏剧来演好，咱即摆就开始用这啦咱知影因为即个电视用是一个海上的势力我拄有讲，伊像迄个甲因后爸去投降了，伊像为金门甲厦门遮做军器地伊嘛真客气你看伊的名忠孝国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你看伊嘛家己讲伊是戴罪之身安尼啦好结果伫即个1950年你看甲1958年，你看伊的军队足大迄个船差不多3000只，军队10几万因为拢是海军搁再来，因为拢海军嘛所以清朝无法度甲对付电信公嘛暂停反攻到北平去拍到迄个中港遐去，但是结果尾电信公这个军队有一个弱点，因为伊是主要是靠做生意趁钱，所以伊去遐烧钱就是到尾迄个后勤的补给袂，所以拍到中港的时阵粮草拢无伊的 AI 下骹手来讲，拍到遮无无就我紧军队若无就去甲摕就好但因为电信公伊的个性是较有正义感，所以认为讲军队袂使做这样代志，所以尾无法度像佫退转来金门甲厦门，这是我拄仔已经讲所以伊像决心要来拍台湾，再来好所以即个电信公伊本来伫1660年差不多年底就一直咧准备想要来拍台湾。我即摆讲一寡历史内底小代志，伊直讲部分人甲咱辩论的话讲咱住金门的厦门安尼嘛会使无去拍，遐嘛无要紧嘛，甚至会讲干脆甚至有法度发展去东南亚咧。所以一直想要来占台湾，直等到即个时间像我家己拢写出来，因为这时间足长。电视讲了一直等，为3月开始准备伊发觉讲，搁伫等啦，就是讲无伫4、5月中间这若无出兵来台湾搁再来搁等几年这个就是咱原因，各位你知影无？咱最近是毋是天气伫变化？因为咱台湾迄个春天甲要晚热天的时阵，就是迄个东北季风变西南季风，所以伊就即个时阵风向伫要开始改变啦。当若变做西南季风的时阵，是毋是伫印尼的荷兰的军队要来台湾，会足紧就到？所以讲这已经，伊搁再感觉讲，这时间若无出兵但是咱搁等几年所以伫这时间内，所以
咱看历史，莫去看伊就较表面的。我一个开始就讲一寡人为的心理学的问题，自然科学甲天气的影响，就影响到遮。啊，尾啊，电视讲登录了，因为电视讲变做真重要的民间的人物嘛。啊，所以为了讲一大堆啊，什么电视讲伫路边毋要登录的事啊，什么还流水无顺啊，吼，啊，就像徛喺船头拜妈祖啦，什么一支香还袂烧完啊，流水就中起啊，结果伊安尼要船顶跳完，两次登陆线跳起来，连骹都无弹去啊，介厉害。当年正伊啊，伊讨海人当然知影迄个715当时是中了，当时退流嘛。结果伫咱台南遐就足趣味的吼，我就讲哦，因为伊就是拜妈祖嘛，所以起了一定会去妈祖庙啦。啊，所以恁即摆若去台南遐吼，土城迄个妈祖庙，甲天经里的妈祖庙，迄两间庙起啊，敢若中正庙边仔迄两间啦，就是起啊足大间就对啊啦，因为拢强调讲，因迄个庄头遐就是当年电视讲定个所在，啊，所以毋知拜妈祖，毋知去个庙，啊，足趣味啊，有一间吼做正统的圣母庙，你若注意吼，另外一间叫做开台天后宫，两边安尼平好无？正统的，敢若有去 ISO 认证啊。啊，开台就是 No.1，我注册第一名，啊，拢各取所长。啊，两边就安尼咧弯吼，所以较早即两个钟头甚至拢无爱讲话吼，迄囡仔若当然来拢敢若变罗密欧与朱丽叶迄种。啊，尾啊，即摆较多是，这就是伊经历了的一个时间甲一个地点的故事吼。啊，其实咱拄仔看讲电视讲敢若是真厉害吼，哦，还军队10万，伊差不多2万人来登陆台湾吼，啊，维护咱维超半年，所以看看好，信仰嘛无影偌厉害，因为伫台湾和咱的军队会当相见吼，其实无2-3千年。啊，登陆了吼，维护咱为半年外吼，啊，就像互咱印尼无法度来斗相共嘛，啊好啦，算袂来咱斗。所以伫1662年的2月底吼，伊才签一个即个国姓人甲东印度公司的即个条约。啊，即个条约就是咱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条约。啊，即落国际性哦，因为即个条约年代拄好是欧洲发生30年战争无，1618年战甲1648年，荷兰就是即个过程内底，共西班牙车拼80年吼，80年了后，等于1648年进前就甲西班牙咧冤啊，要脱离西班牙控制。啊，战甲1648年啊，等于荷兰才变做独立的国家。啊，所以咱的祖国其中之一的荷兰吼，伊历史的经验，咱嘛当来学啦。就讲无要紧，就甲伊车拼就对啊啦，啊，你着爱义气啦吼，甲伊愈久就你的啦。啊，因签这个条约时阵吼，即个西班牙、威斯法利亚听即个有一个足重要情形，就是讲咱国家之间相见，这是真不幸的代志。所以吼，咱双方爱放弃咱的冤仇，吼，啊，咱来签一个合约，啊，咱重新建立和平的关系。所以，即个1648年的 Westphalia Treaty 这吼，才影响规世界。所以，各位你知影，为迄时间了后，全世界的国家若冤家相见了，你若无签合约，就无法度建立和平的关系。所以，这是咧国际法内底非常重要。各位你知影，1945年是毋是二战结束？你知影，像咱补到1951年，亚洲才签旧金山合约，因为中间爱讨论嘛。啊，即个合约签完，啊，才建立和平关系。甚至有诶，还佫毋是安尼，还佫爱讨论规模。所以韩国足讨厌日本诶，所以甲日本拼20年了后，到个1965年，日本和韩国才签正式诶和平诶条约了，因才开始建立外交。啊，所以因即个条约内底足趣味，因诶即个东南吼，迄个荷兰拢有保留，伊第一条就是讲咱相平。啊，放弃咱过去的温婉，啊，咱签这个条约，啊有我我东印度公司伫台湾会当摕啥物件转去啊啥互因，人是用这个精神讲建立和平，但是电视讲这过程足野蛮，结果无完全遵守国际条约，所以荷兰人要离开的时候，足惨的，迄有咧传教士有诶无，拢国姓赢太大事，所以吼，这电视讲个性是足极端的，吼，伊是足极端的迄种个性，所以无过尾来要处理。好，咱拢掠讲吼，啊，所以签这条了，啊，荷兰就离开吼，啊，电视讲就摕到台湾，摕到台湾了后，伊就是用大概是明朝帝国的制度吼，了来统治啊，咱过来吼，咱本来用这个重点来讲较简单吼，咱看咱讲，
咱知影吼，这顺转穿插者吼，咱台南因为电信讲真重要，所以前几年去模仿制造一只迄个东尼电信讲的船，啊，讲要甲这只船驶去迄拉岛，结果吼做了，听讲驶就是讲就出代志啊，所以始终无完成这只船驶去迄拉岛，迄个心愿吼。啊，因为迄阵是奈神的，啊，即摆奈神做行政院长，可能无一定做这个代志。我讲这个时阵吼，顺便咱了解台湾吼，实在咱台湾的海洋文化有够好。你讲有注意最近这两天有一个消息无？两个美国查某囡仔有无？驶一只船有无？讲要为校阿姨驶去台迄地有无？你太平洋漂流5个月啊！我甲各位讲啦，甲你漂流5天吼，无枵死你就惊死啊！你要信？你看做起来吼是有哪有意义啦吼，因为这会当代表台湾啊，甲日本了，但结果无完成吼，好过来。啊，这就是吼日本迄个时阵吼，因为我想来看这个图，因为事实上日本嘛有人来台南做生意啊，所以日本嘛会去看到荷兰甲电信公之间的战争，当然这毋是用翕的，所以就去画出讲迄个时阵吼。迄个国姓名甲荷兰的相称吼，过来。啊，这是伫台南吼，伊是用迄个毋知差不多1/10的比例做一只船吼，过来。啊，这是荷兰迄边用画啦吼，画迄个是咱食迄个所在吼啊，叫电信公过来。吼，即看这个，即个所在即摆全拢古早咱知影台南吼，像迄个是咱这吼，其实是伫海上的一个山丘，一个吼。海线安尼，啊，但即摆拢陆地啊吼，所以你也看迄较正手边，这就是一个城堡嘛吼，啊，较倒边迄边迄是一个等于是即摆咱讲安平第一街啦，就迄延平街楼地啦吼，啊，这温泉伫遐位面过来，啊，你看这个较熟悉吼，哇，这个一个旗啊，迄就是荷兰的国旗啊，荷兰的国旗300万，伊还佫共款，嘛是共款即款吼，啊，这内底。上只，我有这啊，这吼，你看有无？这旗仔看会清楚无？哦，这就是荷兰的船吼，啊，这就电信公的船吼，好啦。我都有讲吼，本来两边是签合约吼，结果电信公做要求吼，因为起价荷兰吼，连团购处都共歹死，对啦，你看，所以这团购处最可怜吼，你掠用掠去抬，啊，所以迄个时阵有外国诶记录就讲，哦，电信公那是虽然是应用，但是足残忍的一个人，对啦。啊，这就各位可能大家真侪看到吼，迄个时阵你签合约啊，商品咱做遮签约过来。吼，啊，这张图这上有诶，啊，想要用这啦，差不多伫要20年前啊，台南曾经有需要办迄个台南的观光节，啊，去邀请荷兰来台湾。啊，因一个像啊，家己安怎想的是讲，哦，啊，迄阵当年荷兰是投降，结果像去做一寡迄个蜡像吼，哦，迄电信讲坐喺顶头啊，哦，足摇摆安尼吼，啊，讲荷兰人讲规定啊投降，结果讲竟然讲去要邀请荷兰的人讲来参加咱台南的观光节，迄是好佳哉有人赶紧甲因讲，你也知影人西方的人是无伫跪的啦，各位你知影西方的人是干啊？伫迄个教堂内底你跪嘛是直接跪一骹嘛。吼，啊，另外是讲有一种是封建的时代吼，你去受着册封，啊，你跪一骹，啊，过来另外一种是不得已，比如讲罗密欧要甲朱丽叶求婚嘛，只要跪一骹跪落去安尼。哪有顺迄个明朝帝国清朝安尼动就拄啊跪，所以你也知影清朝遐做官是足痛苦，你毋知逐工去上班拢爱挂护膝呢，啊，跪着拄啊早来早去袂记。啊，所以吼，这就是讲，事实上毋是证明讲啥物跪着去投降。所以用迄阵话毋知影历史看来，吼好。啊，咱怎来看吼？即个，但是讲摕台湾了，就甲即个荷兰人所起的迄个 property 啊，吼，迄个赤坎楼甲改做东都吼。所以电信讲啊，佫是有一点点啊吼，用即个明朝作为伊是一个正统的观念，吼，所以甲台湾讲吼，这是等于类似讲明朝伫台湾的行步安尼。啊，但是到甲伊个囝年轻的时阵就改做东林嘛，这是做改变。啊，伊下就是先天赋天兴万里吼，啊，等于即个是台南，啊，这是台南以北，啊，这是高雄屏东这啦吼。啊，我即摆要特别讲一下代志，是讲，事实上，
即个东宁王国的万里关，伊迄个关地其实是设伫咱台南的认定啊。但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即一寡历史的研究者无详细研究，然后其实补唔对去。甲讲了说，因为咧清朝的时，咱知影高雄遐的行政的单位是设伫左营嘛，各位知影有无？南部是凤山关，凤山关是设伫咧左营。足侪人就用安尼看讲，安尼原来因当是郑成功的时代，即个万里关就是设伫左营。所以即马咱左营前一阵仔才办过无？每年拢会办这啊，万里归无？办足闹热啊，迎新风有诶无诶啦吼。我古早进前曾经做过迄个高雄的文献委员，我甲因讲，我讲吼，其实这是毋对啦。迄个万里关的，迄其实毋是设伫咱高雄，其实伫台南真对。伊个人讲老师这样啊，那就把它当作美丽的错误，这样讲下去吼。无毋拄啊，毋多叫我甲台南的什么那省都起冤家啦。好，其实这个是美丽的错误，所以各位知影历史吼，其实是有些数据甲咱各位一般看其实有一寡差别啦吼。好，郑成功来到台湾，伊当然爱取到遮个土地嘛，所以甲荷兰印度公司的土地拢甲摕起来，互遐官员，所以做官田啦吼。官田有时会变做官店啦吼，所以咱也变成总统的故乡，甲这名有关系吼。有一寡就是吼，遐文武的官员，上界重要就是较大的土地吼，因为来超过2万人的军队，无牛草好食吼，所以一晚拢互因会当伫遮吼来耕作，一望做兵，这吼就是做军事的屯垦吼。所以你看咱台南高雄做一款名有啥物营？左营、新营、旧营吼、左镇、后硬吼、后协吼，搁迄个油厂吼，油厂就是即个商在变做商。所以咱台南吼，是今仔日金门去投票上，你有注意有投票？其实金门无适合开交金啦，你知咱台南有一个所在上适合啦，台南吼有一个所在叫下营。金门遐博啥物囝对无？台南迄个下营上界适合哪里有去？下营啊，迄个无啥，有一个做大营。搁一个地方大呢吼，拢甲这有关系。好啊，咱拄仔讲吼，荷兰人离开了后无偌久吼，郑成功就要求这名死，所以其实伊吼，大概算一下38个就死。以前的迄种的人的年纪来算，其实也算早死，因为都无40岁。各位可能听过啦，就是讲郑成功安怎死的吼，就讲第一个是讲讲啥物贵王。走路走到尾后，连吴三桂这个奸臣甲掠去甲抬头，讲郑成功受不了，忧愤而死吼。因为山河未恢复而死。为了讲因为迄个郑经这人吼，震惊不是很震惊吼。伫咧金门迄边，竟然甲伊的郑成功的迄个几个太太，一个较少年的太太有不伦关系，甚至还生小孩。其实如果你用浪漫的态度去看，也没什么不伦啊，因为那个不是他真正妈妈，那个只是郑成功几个太太，一个较少年的，郑经甲有关系吼。郑成功对这无法度忍受嘛，讲派人去遐杀啦吼，伊的部下讲，迄恁兜的代志，你家己家教无好，你莫挂翻的吼。所以郑成功气到要死。郑成功大家拢有兴趣，嘛有迄研究医学的吼，研究外迄个来讲。郑成功拢毋是安尼死的，讲郑成功吼是吼来台湾着了马拉利亚，这有道理，因为古早迄个台湾的卫生条件吼，着马拉利亚了会连伊原来有偌着，郑成功的个性吼，足傻的就对安尼气喘喘，一个连伊原来了不讲吼，家己面皮拢了破去，讲了破了，讲尾也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像并发症，像尾就死。所以我讲这吼，其实我参考后壁个对，因为郑成功遐尔少年就是根据迄阵的记载，因讲确实是着病死，因为这就是会当咱了解台湾过去历史吼。你看像迄个荷兰时代，你看清朝有嘛，足侪人死去过，你看日本来台湾嘛死足侪人。我讲这是迄个当时吼，迄个生活条件死来死，死了后，郑成功死吼，咱看尾啊，一个郑成功，结果各种讲法吼。民间甲叫郭姓爷，咱有来看吼。你看西方的人讲吼，郭姓爷较是真厉害吼，因为真特别嘛吼。
啊，这个法国的历史学家讲吼，这个电信公真骄傲，佫记恨吼，所以这点有影。因为尾啊，伊对照这个西龙吼，西龙本来是清朝迄边走过来电信公者，尾啊就是因为西龙的老爸甲伊兄哥有做唔对代志啊，结果电信公甲太代志，哦，所以才变做等于西龙无法度讲袂调，正尾要走去清朝迄边，啊，佫来对付这电信公，所以有影伊是电信公是足记恨的吼，啊，有啥足残忍的，哦，啊，咱即摆看长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电信公真趣味吼，伊拄好开始的时候，这崇拜这个电信公，讲伊啥？讲伊是赶走帝国主义啊！哦，因为荷兰是殖民的国家，讲是帝国主义，啊，其实背后其实是你骂荷兰，啊，其实兼骂美国。各位知影伫过去的时阵，美国等于支持蒋的政权嘛，啊，所以你干嘛？啊，但是你知影到1989年了，因为中国对咱的统战开始和平的统战了啊吼。以前啊，可能开始咧批判电信公，啊，讲这个电信公吼，虽然甲荷兰人赶走有贡献，但是即颗走起啊吼，结果当年我讲吼，等于去啊武21年吼，就啊影响着即个祖国的统一啦。因为你知影，因为清朝帝国是毋是伫1644年变成大清帝国，啊，但是到1684年，康熙才甲台湾编入去伊的领土嘛，啊，所以才用这角度嘛，小可了修理一下。啊，这个电信公啊，吼，所以有褒有贬。啊，过去吼，中华民国政府就强调讲，伊这是反清复明，啊，就甲概念底下变做反攻复国啊，吼。啊，所以电信公你看，会当为成功国小读到成功大学了，啊，为迄个嘛住咧台东的成功镇啊，吼，啊嘛会当成功路一大堆嘛，吼，啊，延平路嘛一大堆吼，啊，这个内底像啊会甲附会到。你知影？今仔日因讲是宜兰的全国运动会办完嘛吼？咱知影1975年进前吼，咱台湾办即个古早叫做省运，尾后叫做区运嘛吼，省袂较细，啊区有够细，不过咱即摆已经叫做全国运动会啦吼。啊，即个运动会古早有一个仪式一定要点迄个省会有，为1950年代到70年代吼。台湾的运动会的盛会拢走哪点呀？去台南的延平文化处去遐点，因为代表就是电信公来光复台湾啊嘛吼，啊运动会嘛，佫拄好抄伫我光复节。我较早吼，伫咧想是咱一定要政治，迄个运动会要遮尔政治啊吼。结果有一个体育的教授啊讲，体教授咱台湾的场拢共款，啊毋过吼，运动会伫即个时间办运啊较对啦。因为若进前办落，像迄个科比迄阵吼，袂走到分区，袂分领牌吼。啊，因为即个时阵较凉，伊这是教育的时间啦吼。啊，例如我讲啊，但是盛会拢会去遐点，所以你知影到尾就开始改哦，你若我昨日写过一篇文章讲，莫去台南点盛会啦，台湾爱办运动会爱有奥林匹克精神，爱去玉山顶头点盛会。啊，迄就是拄好差不多20年前，宜兰轮到办盛会，迄阵我甲尤锡坤建议啦。结果因为正有迄企业伊是有法度，结果中央政府讲因为安尼不爱回去，你知影？结果尾啊，到迄个什么白海豚会转到迄个台市场去做公园的时，结果互伊怎啊走去玉山点盛会，啊，安尼了后开始吼就拢变啊，所以家己办运动会，你知影去倒位点会应该是？啊，阿里山对。阿里山还要钻木，还要太阳透镜麻烦。你就要去水火同源点会，直接点就有啊，迄来自地心的。啊，搁轮到李少年做馆长办迄个全国运动会吼，啊，离迄朱湖迄个臭头仔遐咪足近的咧无？啊，伊嘛歪去啊，走不了，佮走去个顶头，走去个石门水库大坝用上，旁边射光点圣火。啊，所以就各自去舞啊。我就莫讲啊，我就讲，一个电视讲啊，啥物讲法拢有啦吼。啊，你看吼，对台湾来讲，汉人认为讲电信公是带足侪汉人来台湾，所以就要甲伊讲做开台圣王，好无？秘书讲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吼。但是咱若徛伫较台湾的角度来讲吼，电信公来到台湾，其实嘛是等于延续了荷兰时代关注维持了外来压迫吼，甚至电信公嘛是共款吼，这个曾经派伊下一个部下吼。来台中遮吼，
对付即个大毒蛇甲沙粒蛇。即个曾经讲，甲即个蛇的人几乎杀了了。即个老古囡就是尾啊，住伫平湖，西龙来拍平湖，结果伊无甲伊钱，就走来台湾，叫做主张导航的迄个。这是咱民间的看法。日本伊嘛真重视啊。所以咱知影日本伫即个1895年摕到台湾了后，真紧就甲咱台湾迄个清朝末期所设的迄个延平郡王祠啊，马上就甲改做开山新社。迄个意义就是讲，即个因为郑成功嘛会使算是日本人，所以日本来摕台湾，若要用爱讲公话，嘛会使讲。郑成功就迄阵是因为赶日本人，所以1895年日本摕到台湾，嘛无啥，等于帮忙因老母收复失土啊。就是安尼嘛吼。好，过来，这是郑成功嘛，所以郑成功尾也真侪纪念的物件啦吼，来。福建下轮遐做一个上足大的吼，咱遮较细吼，其他都遐嘛有啦吼。好，过来，日本吼，甲即个国姓爷即个吼编做戏剧来演吼，国姓爷的故事吼，嘛足济啦，足济剧本啦吼，过来，即个日本时代即个延平郡王祠吼，所以即摆这是清朝末期的时阵做的，咱即摆你若去台南吼，伫这头前会看到一个足悬的迄个玻璃椅，一个鸟居啦。鸟居吼是山间中间甲放一个车链吼，就迄个车链摆放在中好，咱了继续看，我可能爱较紧的。即个郑成功死了后，就由因囝来承上吼。即个当年的王国其实因中间吼，拢有一寡婚姻的政治吼，因为郑经就是娶陈英华的某，查某囝。因为这。震惊很不震惊，差别受他影响。因拢有用婚姻关系啦吼，譬如讲这个，毋是我讲的，是震惊吼，甲这个陈勇也是亲家关系啦。就是迄个伊的大囝吼，郑克章就是娶陈勇的某。郑克章囝，另外迄个吼，另外因弟弟迄个郑克爽。细汉的基点，甲迄个武侠小说出现的迄个冯奇幻，你有迄个关系。刚刚讲《鹿鼎记》咯，迄个冯奇幻。好，这内底吼，咱来看，因为已经成熟了吼，清朝帝国其实无迄个能力来拍台湾，所以咱以东海峡的迄个战略的来看吼，其实清朝的时阵吼，清朝帝国无迄个能力来拍台湾，但是吼，差不多几十摆。拢派人吼来统治，拢提出要求吼，讲迄个清朝帝国要求讲郑经吼爱登陆吼去遐投降，去遐投降，佫爱甲迄头章剃掉，就是像迄个阮州人安尼，但是郑经若真志，伊讲即三个条件我拢无接受啦，我勉强会当亲像朝鲜安尼吼，其实朝鲜甲明清帝国关系是安尼啦，就是讲。即个清朝皇帝啊生日吼，韩国拢会送一寡玻璃心互伊啦，送一个唱一个 Happy Birthday 安尼啦。清朝皇帝也真欢喜，就甲皇帝送迄物送做个物件，就迄种所谓封建关系啦，无实际统治啦。所以郑经是安尼讲，但是吼清朝帝国一直要求讲，你著爱安尼，甚至吼你郑经爱送恁囝吼来我北京做人质，等于压逼啊。郑经若真有骨气，拢歹送。到尾啊吼，迄个清朝帝国讲吼，你若真是毋遵守吼，我要飞过来，你拍规身来甲你拍。结果郑经安尼讲，伊讲吼，孤岂不能战哉啊！我用当时安尼讲，伊嘛自称孤呢，讲孤岂不能战哉啊！只是我不愿意见到那个福建沿海生灵涂炭。我讲听了嘛做屁的，所以这人不太正经。我讲我毋是咧惊你啦，毋是我毋敢甲你相见啦，主要是见多到地吼。规个福建沿海拢拍到水糊糊啦，我想吼，其实咱的总统其实有时啊，会到去就嘛安尼甲讲，你习大大什么了不起，你拍看卖，你若拍我嘛，你上海嘛，你水糊糊啦，你偌嚣张。其实正经的咱台湾其实有咱都拍到上海，这不算国防机密，只是咱拢做低调的。其实差几句话，大家靠记忆。你知影咱台湾是迄个整个军事防卫，规世界内底吼，甲以色列同款。
所以讲，咱攻击性的飞弹毋是遐尼济啊，但是任何要拍喺台湾，咱随时拢知影，都可以反制。这个美国国防机构都公布了，伊讲咱台湾的军事防卫的密度，甲以色列不相上下，所以毋免啥物惊啊。所以因为其实了就是安尼吼，所以你看习近平啊，跟他爱讲爱唔敢讲，所以我是好战分子。我规工嘛都想要看伊飞弹来拍来台湾，因为伊若拍来，啊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时间嘛，对。伊就毋拍，所以你看1996年毋是伊拍飞弹，我迄阵一直期待讲飞弹吼，莫拍落地，啊拍领海，因为拍领海就代表战争啊嘛，啊开始看要安怎，啊拍领海啊了不起，拍人牺牲1、2次，啊那你迄个谁拢无份，结果人民解放军吼，逐摆拍拢袂准，迄摆拍拢有够准，你拍3粒飞弹，无甲1粒拍落台湾的领海，所以相安无事，好，但是我也各位讲。电竞到尾也毋知安怎讲究了啊！你知影尾也有迄个中国迄边无迄个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起来反清有无？结果电竞啊派兵遐甲人相争，这就等于反攻大陆。结果拖延7、8年的时间无任何的成果。结果等于台湾的经济力量投入迄个战争，就牺牲足大。所以只好为了要维持这个政权就一直进行对外贸易，咱看会来大概。当时安怎去做无一个情形来，这是咱中间穿插一个就是讲这个荷兰离开台湾但是荷兰曾经有一边甲清朝合作，要来拍金门这个所在，这就是讲敌人甲朋友会用换来换去这中间有一个插曲伫内底来，咱都有讲到，因为电竞伊迄个时代。有一段时间其实是管台湾，搁管迄个金门甲厦门，所以所有的代志基本上拢是以这亲家来去做。咱看这，所以陈英华对中华民国讲的真大，咱看者。主要拢在这时阵就是，伊尾也在做天星即个等于电竞就是接即个外口安尼，不知道。所以，迄个行政的部分主要拢陈英华来到参加，但是。即个等于电竞就较负责即个外交方面所以你看伊拄仔甲迄个清朝帝国谈判就是安尼讲比方伊讲远绝大海，建国东宁要遵守这个体制。所以讲起来电竞若真有骨气就用这种方式来对伫台湾建立遮一寡遮制度咱不算等于讲行政文教拢有啦所以咱台湾上早空主票就听讲为迄时阵开始过来。这台南的空军台南较特别这更一迄个时阵到清朝的时阵，虽然满洲人嘛缀咧有人拜空主啦所以伫遮有一个迄个文物馆，伫遮来落底边有写满洲字这是咱台湾你以为你是去故宫无咱伫平常伫咱台湾无法度去看到这个满洲字唯一上较方便看到就是伫台南这个所在。因为陈英华伫台湾等于引进这个儒教文化，清朝帝国伊毋是汉人，但是为了要得到这足侪汉人的支持，所以共款推崇这个儒家的文化，就是尊重这个孔子背后这个统治的手段好，咱拄仔讲的这内政以外，因为伫台湾伊会当徛起就是爱靠这经济贸易，所以。因为台湾的这地理条件真好所以经常甲日本、东南亚做这贸易甚至因为尾啊英国来到亚洲所以1670年代曾经甲伊签合约这嘛是台湾真重的一个商业的条约迄内底伊有迄个汉文版英文版迄个英文版内底伊嘛甲电竞称作福摩沙 King， 就是福尔摩沙王迄头一字嘛是遵照迄个国际礼仪讲 Formosa King，Your Majesty 安尼讲正真正确嘛伫安平设立这个商馆，所以安平伫这个17世纪是咱台湾伫东亚真重要一个贸易的所在，对啦。我都有讲到1674年这个电竞派军队去中国大陆相争。结果战足久等于经济贸易一寡这利益拢投入去这战争，结果无任何成功。结果伫1661年陈英华死，
但你话死了后吼，即个电信公司，两个第一代拢死。啊，死了后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迄个时阵的权力的成熟，应当就是电竞的大囝，即个电击将吼，伊差不多18岁啦，已经拢真捌代志。啊，但是因为支持伊的即个，等于因的伊的迄个，等于啥？因丈人啊，吼，因丈人爸死去了吼，即边即个电击爽吼，差不多才11岁啊。所以就要变做，因为电视讲死嘛，伊也死，所以这边要甲斗争。啊，所以这边吼就要开始就讲即颗吼电竞无啥无正经啊，甚至甲怀疑讲即个电击中可能毋是电竞的囝。吼，就开始讲东讲西，直讲，讲到大堆吼，最后要甲斗争就对啦。啊，因为伊这边若发动斗争吼，伊若来了，伊才11岁，伊就去到后壁控制嘛，个咱了解知影政治的运作。结果你知影即内底即内底拄咧乱的时阵吼，咱来看咧嘛是个故事，就是讲电视讲伊迄个大某做董夫人啊，董太夫人，有人对电视讲来台湾，结果伫1662年吼，两个电视讲就死啊。过无偌久吼，电竞也死，两个翁死，大囝佫死，啊佫开始伫遐咧乱，咧乱的结果，因遮人就安怎讲啊，即摆加刘大人啊，无咱来问董太夫人。看是毋是郑经是真正是郑克章的爸爸？啊，因为董太夫年纪也大，伊也无法度去解决即款的温温婉婉嘛。想要讲啊，恁讲啥就算啥。这个郑克章想要去斗争吼，想要用台词。啊，所以你知影吼，当年讲过即款的情形，当然康熙清朝帝国迄边真紧就知影。上界重就是讲。即个西龙，伊本来是伫清朝迄边，伊走过来电信公司边，啊，由因老爸甲因兄去互电信公台事，所以你知影，杀父之仇吼，不共戴天嘛，啊，杀兄之仇就不共戴地啊，啊，天地之间哪有可能温温即款代志？所以报仇的心理，甲一方面，伊若有法度来甲台湾遮个当年有甲战败了后，家收起来了，伊等于佫会当为着这清朝帝国变成足大的功劳。所以咱知影徛伫心理学内底，这两个是两项加起来一种的动力嘛。啊，所以伫即个1683年即年吼，西龙就来拍台湾。所以各位看这个，其实西龙的年纪比电信讲较侪岁。啊，所以你甲算吼。甲1683年时，你看西龙的年纪60几岁啊，伊咱即摆年纪60几岁嘛，退休到水婆村啊，吼，啊，但是伊有咧报仇过咱立即个功劳吼，所以你看伊伫1683年就来拍台湾这个所在，啊，第一件就是建即个平hòa这个所在。结果老国人其实无解决起钱，其实是即个马经湾迄个内底，因为去修建的这个中间吼。因为迄个时阵啊，拄好甲迄个气候有关系，就是讲西龙的军队，等于为南平安尼靠一个湾安尼起来时，要决战的时，拄好变做西龙是做顺风啊，因为迄个时阵拢芳顺啊。既然老国爷伊就讲，嗨啊，这风向对我不利啊，安尼我想我甲战可能战袂赢吼。这有伊的考量，因为迄早较早是芳顺啊，你芳顺时阵讲，我要甲你战，我踩油门就好啊，你拢要控制迄个风向啊。拄要决战的时阵，拄个风向是拄对西龙的迄个，伊迄队战船的风较顺，结果无正有决战，老国人就走路拼去台湾，有影？伊想讲朋友莫爱啊，我来台湾无定佫会当来遮争取一个政治的权利嘛，所以就讲伊的意志无甲尔啊坚强，啊，所以好来，所以吼，这就是我今日拄仔已经讲过，台湾迄阵去修建吼，是来。啊，西龙来台湾吼，就是像占这片哦。啊，因为安尼吼，所以就变做等于帮迄个康熙等于来解放台湾。上界重就是讲，因为西龙伊是亲身来过台湾，所以当即个台湾遮个电击爽投降了后吼，就拢送去迄个中国内底吼。啊，西龙伊对台湾做了解，所以就甲康熙建议讲。即个台湾吼，爱甲伊编入去清朝帝国领土。你若无安尼吼，万一咱搁一个第二、第四、讲第三、第四个，安尼吼，伊会不胜其烦。
所以用一点来甲空气风地解说。其实另外一方面吼，其实伊的私心，因为伊知影伊是上大的功劳者。啊，若安尼时阵吼，空气皇帝一定会想伊足侪物件，果然无问题。所以西龙去互封做境海侯啦，境海侯。啊，互伊会当差不多收租为台南，一直收到中华，所以就变做足好也足有钱。所以是境海将军路，所以咱台南一个将军乡。啊，西龙因为伊这土地有够大啦，甚至伊讲伊根本就无在管，所以就啊伫伊的故乡吼，找一个姓王的人。来帮伊管理台南，咱即摆讲的盐分地带，遐将军咯，迄个嘉义咯，遐放门迄个地区啦，管遐土地。啊，即个姓吴，即个吴家吼，就是我即摆伫做秘书长的53年，需要叫迄个吴家，啊，佮迄个统一集团即个吴家是啥物关系？啊，这有即个特殊的即个关系，吼，对。啊，拄啊，迄个敢若密勒河，啊，这是敢关公的吼，都不要去看历史人物的塑像啊。好，啊，所以因为因迄阵占平湖嘛，所以平湖就就做一个纪念吼，拜成这西龙的一个庙，就是西公祠啦，祠吼。过来，啊，因为迄阵军队伫遐吼，啊，所以各位若去马街拢会看到一个古生啊，讲迄个时阵军队就伫遐吼。过来，好，我想咱真简单的吼，差几大部分就咱了解讲。第一部分去了解地成功的部分，啊，第二讲时间足短，但是咱咧讲这段时间讲的故事有够济，啊，较长的时间其实是啥？是地经，啊，但是地经了，因为这个政权伊的背后吼，是阮也拢有用投机性，因为伊本身地价就是一个海商嘛，做生意有啥较投机，啊，佮伊的政治的结构是安怎？讲是一种政治婚姻关系所密切，等于几个人。来掌握即个政治的管理，所以伊若有一寡私心的时阵，即个王国无法度正常团结。所以西洋来拍台湾的时阵，其实因老国人走来台湾，伊嘛开始讨论。有一派讲吼，免惊伊啦，讲吼，清朝兵拍到遮庆忌嘛，恁啊，甲伊拼，伊无法度啦。有一派是主战派，啊有一派是讲，啊战无一定会赢，啊若投降，咱拢无代志啊。哦，因为恁若投机一定安尼嘛。啊，有一派讲，啊无啦，咱莫甲伊战啦，咱干脆吼，咱这战船有诶规定驶，咱走来菲律宾啦。因为菲律宾迄个时阵是西班牙，但西班牙毋是讲控制哦足强诶啦，所以伊迄阵诶实力哦，其实有法度去占领菲律宾诶北部。啊，你尾也讲诶，就投降，啊，所以结果东洋就结束。所以咱简单来看后壁来讲，对咱台湾历史来讲哦，这确实是一个。汉人社会伫台湾建立吼，所以毋才会变做讲，毋管是伫政治的角度来讲，伊真重要；伫咱民间的社会也真重要。所以你看，先讲没问题，我知道，我有时间再算。我上课一定准时下课，这样那个期末评鉴成绩才会好。哦，所以你看吼，台湾啥叫开台省哦，所以你看妈祖上老嘛开台嘛，咱第一代祖先嘛开台祖，所以你看开台变做一番啦，number one 对吧？所以林志玲是开台美女。你就做有一句话，开台就变做 very much 的意思。啊，所以讲金山的番薯开台好食，迄个形容词安尼来。不再来咱去思考你看吼，这个王国开始就是以海洋的贸易来到台湾，用一个海岛，有法度去甲清朝帝国对抗。这款的精神甲这特色，其实你看台湾就差不多。你看，咱为清朝到19世纪到日本到即嘛，咱台湾做一个海岛的国家，就是海洋，就是咱这国家会当徛起的基础。哦，所以咱嘛等真久啦吼，明年咱台湾会设立海洋事务委员会啊，这是嘛是个较大一个进步啦。啊，顺便咱了解台湾一寡民间的文化吼，因为咱这研究台语嘛足趣味吼，所以台湾就啥物讲，这鱼啊是国姓鱼啊，讲伊食个蛋落啊，佫会活啦，啥物螺啊，家就是佫会活，国姓螺啊吼。啊，啥物军队走来甲台中的草屯讲，大家穿个草鞋卡，甲讲规水咧敢若线，啊，遐个毋就几百万军队，有够碰碰嘛吼。只水鸡分到水牛大咯，讲变做草鞋墩吼，啊，军队来甲大家体验啥，讲无水通要食，啊检查落，啊讲到有水出来，啊就检测吼。啊，你想想，敢有遐瘾头？你行路一定要爬体验山，对，迄种假嘛吼。啊，来到台北叫热带动物啦吼，讲看到迄麻雀足大只，啊跑甲爬落，就死咧山顶。啊，
所以赢无少吼。这个故事搁演一遍吼，见景搁见长。所以各位朋友，今仔讲这无啥趣味啊，你若等于加个动画做一下国姓爷的《圣剑传奇》动画片，我讲，搞不好可以得奖。好，咱台湾国姓部所在南投嘛有这嘛，军队讲走去家人搁爱先动啊，有一个故事哦，讲若偌济兵要食米一个动就留偌济，迄个兵拢咱死有，甲崩，甲迄空乌较大个，第二天拢无去。这就是咱先动迄地理人的故事。结果尾我一个查呢，伊索寓言嘛，有这故事。原来是啥？原来是讲你去吃法会要多少拿多少，不要拿太多了。好，我想来讲，上课一定要准时，因为我咧大家教册已经做一回数，1分钟就好。我大班拢加好心下课前几分钟，请问各位同学有没有问题？然后都只听到一片收拾书包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好，那就下课。哇，学生就很爽，所以期末评练都很好。我知影今仔日是有两个人在讲，所以我有注意讲，想要赶紧甲讲互了。咱拄则听即个台语历史啊，即摆来听即个语言历史啊。即个语言历史就是讲，今仔日要讲即个主题，台语的本土音甲白话音。你可能听着本土音甲白话音，就主要就是一个代志。这三个字要怎讲？本土音、本读音、白话音、白话音。为啊，加即个，加咱即个条题，咱要出问题啊。好啦，所以讲咱即个今日主题是要来探讨，到底咱普通时啊，感觉讲即个日本读音嘛，是安怎讲？我拄则是讲本土音的，再来看是啥？对啦，想要讲啥啦？咱听对安尼无？咱先来做一个调查啦。你捌听过有即个概念比赛，本土音甲白话音即个概念的时候，请你举手。唔免讲捌到出头，就讲你有听过。来，差不多1半较起啊，感谢。来，即个物件就是讲，拄则个人无举手，无举手，可能伊歹势举手，有可能讲，即个物件真简单，你就敢问我袂记举手啦。我跟你讲，有人到即马就讲，伊有咧讲台语，毋过伊毋捌注意着。所以讲，即个问题就是讲，台语人咧讲话，伊拢会晓即个台语甲白语的即个分别，毋过伊毋知影，伊拢会晓，毋过伊毋知影。所以讲，咱后壁来看一寡例，好啦，咱来看。为这个小朋友，以前有一个头，一个老阿婶，一个阿婶讲，行路安尼行咧，啊向我做跋倒，头去扑着，人就昏去啦。人就昏去这机会较有啊无，就讲啊向安尼搁咱精神起来，看到这个物件，阮就头前安尼，伊毋知讲即摆是咧做民望，还是讲已经来到地府啊？伊问佫较落啊，目睭地啊行路佫安尼旋旋，规人安尼落怪怪啊。看这佫看无啥有，目睭就咧湿啊。这个阿婶佫毋捌读过册，伊家己是无解济，爱就迟迟安尼豆豆读。这我捌啦，这是这门啦，这关啦，我知啦，这鬼门关啊啦，我无要死啦，这鬼门要关啊，鬼门要关啊，我变10千扭翘啊。哎呦，人佫精神起来，人佫爬起来。等下亲戚朋友讲，伊差一点伊险落去地甲内底，看到这个鬼门要关啊，人就怎跳起来尔，规精神过来啊，人佫活起来。伊看到这个鬼门要关啊，咱讲这是啥意思？那你看到这个头前写呢，心肝若是像这个送这样欢喜，也是你心肝内底爱结规划。平平这三个字嘛，大家看到这感受无共款。所以讲这鬼门关、鬼门关，也是送关、鬼门要关啊。看到这三个字欢喜用，甲咱看到这三个无共款。来，再来看一下。拄则有人无举手，咱先来注意看卖啊。你敢会注意到这一寡来快乐？来，这是一个名堂长，有人想要去注意到讲有这个台语分别。毋到大部分地方拢会晓讲嘛。一个出外比较南部，就是讲南部人起来，我用讲拄就是阮地，就讲有啥出来，讲出来都用笑。你这外地人嘛，你不要讲阮这个字，即几个所在平拢是同一个字嘛。大家看卖啊，看卖讲你敢有注意到讲这个字是无同音的？这个要怎讲？
这是咧讲新竹迄个所在，熊山嘛，即个煞即个，咱老迄个玉山嘛，即个玉山嘛，玉山嘛，这是讲四界拢有玉山啦，若是讲台北即个所在玉山啊。咱大家拢知讲内底有当时啊是山，有当时啊是山，即个物件敢若讲我读着台语无介好呢，迄甲你台语能力无关系嘛，迄就是讲你捌去过即个所在无，你捌听过即个物件无？所以讲你会使讲，你会晓讲台语，你无一定会晓讲即个地名啊，到底是山还是山，咱无知。佫有较新的事，咱到底要怎讲？阳明山还是阳明山呢？因为较早叫做草山，伊叫改过名嘛。然后所以讲改一个新的名，咱做都知了，变读到足钱。然后所以讲咱有个人无注意问题，而且可能注意，有时候因无共款啊。所以下底这平平拢是共款，即个就是，即摆若讲即个所在，即摆讲，即个咧，这是平湖的，因为咱是逐个人拢去过平湖嘛，所以讲即个是咱就有可能讲袂出来。即甲咱台语能力无关的哦。就是讲，即个所在叫做湖西，湖西人就知影讲你是外地人啊。湖西人安怎讲？湖西人叫做摇西，这是一个足特殊的叫，大家使去拍即个Google甲找一下，即个湖西迄个所在叫，伊是叫天摇摇要做飘，伊是讲飘哦，这是叫做长滩腔啦。然后就讲咱讲湖西无毋对，你讲湖西，迄是全变湖西安尼，每个啥物人湖西？所以讲你湖西会叫人笑，湖西讲了有正，毋过迄个毋是正的啦，你靠，若搁即个所在，所以有当时西，有当时西，所以讲台语若遮厉害，咱来看下先。到我遮应该注意着讲，一个字，敢若只侪音的，佮像讲咱拄则听一点钟的即个教授伊的三个字，你敢会晓讲？地高川。有人讲地高村，伊即个字本地村甲川拢会使，就是主人即个名啦，要人讲拢会使。毋过你若是讲无啥会出来，你会感觉怪怪咯。你看到迄个地高川地教授，若单看到即个字，你会想啥物？迄地无啊？所以讲你想，你敢是地高川？迄地无啊，地无毋对啊。佮有拄则即个地教授，佮有讲到即个杀风之时不共戴天嘛，敢是地高村？所以讲哇，但即个是个三个音嘛呢，你若阁无注意着分辨音，可能是语腔问题。即个这是音，来个来看一张。当然，这是有人是为即个报数字的时候，才开始发现讲，共一个字有出侪音。就讲咱若敢看马上用个报章是无电啊，即个要无电啊来。即组电话号码这，若是要你报吧，听你要怎报？这大家听众做好嘛，大家报了。讲是33441966。好佳早咱无想讲有一寡，若是囡仔人开始有3322，9，9，6。你要安尼讲嘛无对哦，伫台湾小可怪怪，你若是叫东南亚的人，是安尼报电话。所以讲这是无共款的方向，无共款的咧。但阮伫台湾，你讲3344，我毋是讲33呢，我是讲33。我是讲96呢，我嘛无讲96啊，我嘛毋是安尼讲嘛。你可能已经有注意着讲，每一个字拢做侪，若佫无注意着，甚至是可能是偏台语啊，对吧？若是讲咱大家人讲编号编一个号码，登记第1号、第2号、第3号编到50号。我即摆来请。来，即个登记第3号、8号、14号、35、39号啦，你来顶悬者。我即摆若是安尼讲，大家拢听有嘛？如果今仔日你若是要签牌，你若是要签，你要签539咧，你签539，你要签即个组号码，你要安怎甲头家报遮个号码？即个即使有3号、3九，哇！你咧甲头家做的时阵，你就无共款的报法啦。03、08、14、35、39。当然，你要讲35、39嘛是会使。有当时咱咧对无听想过吵的时阵，咱听无啥，咱用另外一种讲法，要甲讲35、39，当然嘛是会使啦。今仔日若是讲你买物件，拢总遮侪钱，怎么样讲？敢会当讲文音？
嘛是会使哦。啊，什物情形会去拄着即个情况？头家甲你讲658箍嘛，啊边仔一台乌托邦就杀过来，杀上去，你香嘛无听着嘛？啊头家讲偌济啊，用5发啊，啊头家要讲1摆去讲互你听，伊就讲用5发，互你听较清楚诶。所以讲，毋是讲一定即个数字，当讲用文言来读，是干讲用文言来读。当时咱讲转另外一种讲法，你讲就是讲说，较直讲，我拄则是讲什物款数字，好啦，安尼再来看一遍。所以讲，咱咧叫一个人名，要甲叫要甲写，也写袂出来。啊，所以讲，这是就会注意着讲，你看着字无啊，迄个列出个字，啊，形容拄则听地到上上，佮变地，迄就是一个文言甲标语。我拄则咧讲，字甲地拢是标语。好啦，啊，像讲这个是咱家己去 Google， 还是讲家己爸爸妈妈都会使。就讲这个物件，咱普通时啊，为1算到10，1、2、3、4、5、6、7、8、9、10，拢会晓。啊，佫会使算另外一种算法，讲1、2、3、4、1、2、3、4、5、6、7、8、9、10，这是另外一组算法。啊，这物件凡是你要读第一摆读咧无解顺哦，你要叫因爸讲袂出来，所以绝对拢会晓。伊若看到这个，伊绝对拢讲会出来。你凊彩甲记一句话，迄个讲的拢讲袂出来。像咱讲这个五专爱读5档，咱做咧读出来五专爱读5档。这个就是讲，咱有咧讲台语的老台语啦，伊可能无去注意着讲分别音，毋过伊拢会晓，伊拢会晓，所以无啥去注意。是咱咧讲语的时阵，你才去注意着讲啊，原来是安怎讲，当时啊就是什么所在注意，这样才讲是分别音。来，过来看一下。啊，当时啊，你是听着电视嘛？电视有当时啊，为着要讲较远的时阵，什物人讲会足无哩？咱即摆电视顶下看着，嘿，报地戏、歌戏，啊，佫有无？什物人？姓食，要食养钙嘛？要食养钙，最爱甲即个我发明的，即个物件直接提出来叫鱼汤。讲即个移动的义务，较有机会讲摕来咧讲食啦。像你若用看着即句话。这你是要安怎讲？对对啊，你讲着音无爱换嘛，你无讲着换嘛。咱普通时啊讲换嘛，换什物物件，换啥啊？即个音不换，啊有人讲音不换，即拢会使。啊，所以讲即个物件，你知影讲，咱甲咱普通时啊讲无啥共款的。嘿，啊，佫有出来即个咧。你若是用口语要甲解说，你当然会使甲讲，啊，头我咧食饱满的。啊，不过咱若是今仔日要照时去甲拍出来，何不是肉？嘿对，就几个种，何不是肉鱼？迄个做何不是肉鱼？啊，当然咱要去甲解说，再讲头尾食饱嘛，迄是咱解说的方式，你甲解说出来。啊，佫说拄则咱即个地教授就讲过啊，咱知地教授算是姓地嘛，啊，所以咱袂使叫做不强地天之权嘛。咱即个所在较无人不强代天之权。你来注意着讲，啊，姓地的人是地，啊，若是全景变道，啊，个人讲地无爱地，啊，个人讲即个不强代天之权即个代。哇，啊，到我遮你应该知影讲，每一个字拢分做几啊字嘛，啊，这是台语你讲的分别。来，再来看一张，你若都无地格的人，你直接看即个表啦。嘿，别讲我写甲济，你毋知影怎读啦。这物件就毋免我来讲嘛，这台语听到拢不明白嘛，所以讲咱直接像即摆。这两个要哪讲出来？台湾你是讲台，大声你讲大，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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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是开开是开，啊，这个，啊，这个，所以讲咱遮咧甲看咧，就是讲。凡是你是坐口标，用早就你看袂底啦。啊，搁就是讲咱大家读出来，咱搁读会顺啊。读出来你才知影讲，其实你咧讲的音分做2款音，甚至有诶讲共一个字分做3款音。你无去甲想过，可你讲出来就是事无共款，是咱无去甲咱无注意过。有人讲啊，即个音，啊，即就是国语咧讲的破音字嘛，即个高破音嘛，咱甲高破音共款的意思嘛。咱先来解说来看一张。破音字咱个叫做高破音，啊，咱即摆咧讲叫做文白音，来看是点过来。就是讲，咱先来解说讲，今仔日要讲的目的是要讲文白音的差别。毋过有个人甲文白音当做是高破音，咱先来看这4组词的哦。即个词来去边仔讲？好，啊，中庸，即个讲法伊有一寡音变，有人讲中庸啊，啊有人讲中阳，啊
人全变头前嘛，对变点点。啊，佫有像阮老母佫听讲即个丁零，啊，佫有丁零，这是因变，咱是莫管迄零变。咱讲中庸是大家较听有话。我毋过问一个问题，中庸什么时阵？袂嘛，啊，今仔日就是中庸啊，拄好咧，中庸哦。啊，毋过你若是要讲即个字，你要安怎讲？哦，啊，即两个字的北京话，这是共音嘛是无共音？共音嘛，北京话拢是做共一个音嘛。所以讲，迄是共一个音，毋过伫台语内底分做文甲白，所以讲，这就是讲华的即撮，这就是讲文白音的差别。毋过伫北京话内底，即两撮音管甲下底，这就变做无共款的音嘛。你先台语来看卖者，这个。这样。对，啊，你甲注意看卖，华的即撮，即两个，重要甲南用的北京话，敢是共音？好，啊，佮顶管甲下底的字敢有共音？对北京话来讲。啊，所以讲，咱即摆你讲的文白音是华的即撮，咱都要看顶管甲下底即个重甲重的差别，重甲重的差别，即咱甲叫做豆破音。啊，华的即撮，咱甲叫做文白音。佮其他都有一寡即口音差，今仔日无去讲。比如讲中寮人或者定寮，就是讲台中较我南投迄个所在，迄或者定寮即个口音。咱今仔日无去讲口音差，咱今仔日无去讲即个豆破音，来看即个文白音安尼会使。来，再来看有啥物？啊，毋过佫有一个音，就是讲，伊这写叫做时间，即个写法。写叫做时间，写即个写就是讲，我今仔日讲一个音，我若是咧讲乌暗的时阵，我若是咧讲乌白来的时阵，有个人甲写做顶悬即撮，啊，有个人甲写做下底即撮。我即摆就是讲乌暗乌白来，我就是一个音尔，啊，迄个音到底要甲写做对一个字，要甲写做对一个，变做小调的关系，甲即个写台语文的关系无啥共款。所以讲，咱讲乌暗。乌白来，我咧讲的是第二撮即个写法，这是以台语的角度去甲伊写出来。毋过咱若看着顶悬即排字，咱厝诶嘛是读做乌暗嘛，即个物件叫做混读。混读就是讲你了解迄个字的意思，咱才来读做即个意思的音甲读出来。咱是讲迄个意思，佮无读做伊本地语。啊，所以讲混读是另外一回事。混读是讲有当时啊，迄个本字伤过复杂啊。若是讲咱找无本字，若是讲逐个熟字写惯势啊。咱就可以用即个混读的即个字去来代替。毋过普通时啊，像即个乌字简单嘛，咱有咧讲乌鱼子啊，乌鱼子你要写做顶悬内底一排。嘿，啊你讲乌醋啊，乌醋你会甲写做顶悬就是下底一排。所以讲，咱即个字，咱其实拢共正字，不过咱无去注意。所以讲，咱即个倒一种音，就是讲，除了拄则咧讲的头破音、口音差，倒一种叫做混读。混读是卖插，因为混读是你知影意思了。读做个台语音，即个变化伤过济啊，所以讲咱嘛爱看即个混读音。咁像讲，即个物件你就知影讲，啊，我想要袂使写即个字，因为即个字读做翕啊，对台语读做翕，读做翕，安尼你就知影讲，即句话即台语哪讲？啊，你讲固定起来，讲卖。嘿，有人讲分，有人讲音拢会使，安怎讲？成语还真难练。嘿，对，头前都真侪人讲，伫啊后壁遮咧，近朱者切，近益者翕，迄就是咱正讲咧讲翕即个音。所以讲，咱若看到，咱看袂到看到，咱一定人咧看看，翕的无常，当然嘛是会使。乌白无常嘛是会使，因为即个词对咱普通时啊较少咧讲，所以有当时咧讲说，地方经济较袂讲，叫做翕白无常。如果咱像中讲乌白无常，也是做这人安尼讲，所以讲这就是讲咱混读较本质种较济。所以咱今仔日看是讲即个本字伊分别差，啊所以讲下底嘛是同款一个个。我咧讲起高，我咧讲起科，我咧讲起花的时阵，我是要写做顶悬即排，还是写做下底即排？啊，所以讲我咧讲起花起科。甲起科的时阵，咱大写做一个起。啊，即个物件你会知影，有人讲迄叫做价啊，你咧讲起科，你是要写迄个价，所以讲价是台语个用一个叫做价做啊，买价，迄个时阵才是咧讲价啊。啊，所以讲咱明明在咧读做起，你搁要写做价，啊写做价，搁要读做起，叫做混读。啊，毋过咱知即个字就是起，所以即个字较袂写，就这是以一个啦。所以毋过有人知影，有人毋知影起花叫做啥物？起花是你喙齿内底的啥物所在？对，你要讲野草野运拢会使，啊，就是讲起花嘛，就甲讲真侪人喙齿喙毛就是偏海，迄是互袂讲的，啊，不然你就好想啦，
所以喙齿的边啊袂起毛。起花发炎，你甲你问关的英语吼，你若知起花发炎的起，要哪套？我叫你问下，叫 gingivitis。这是你讲英语啦 ，gingivitis 这起花发炎。牙槽是咱的什么所在知嘛？牙槽，嘿，有人记出来。牙槽就是咱这喙齿的这个槽啊，这个牙槽。有一个事就变做有个人，咱即摆人较少咧讲的，有人误会哦。有一个所在叫做牙槽头。牙槽头是咧讲什么所在？嘿，已经有人记出来哦。牙槽头对，就是即个所在。嘿，就是讲咱讲顶排喙齿内底，下排喙齿即个所在关节是夹的迄个所在，嘿，咧体验做叫做牙槽头。所以讲牙槽头，迄个时候咱咧讲牙槽的时阵，是咧讲牙齿，个时是咧讲齿。咱若甲即个字读做齿，咱今仔日要讨论一个困图音。比如讲，今仔日是生活，但是知影讲咱咧讨论文病音的差别，就来看是怎样。好，啊，过文病音的差别，咱台语咧讲着即个文病音，爱去注意，因为咱电脑顶悬，网络顶做一个人讲啥讲，古早人咧讲话就是讲台语，迄个好人，迄个好笑，咱讲听就讲笑就好啊。古早人咧讲话无可能是咧讲台语啦。虽然做者词是共款，虽然做者音是相换，虽然保留做者古早音，毋过无可能古早人讲台语。所以讲，咱今仔日要讨论即个文病差是讲，台语内底有做者词，迄叫汉言词，甲汉语有关的迄个词，迄叫汉言词。但是即个汉言词、汉语词，才有文病音的讨论。毋过台语内底做者毋是汉言词啊，所以讲遐个物件，遐咱文书局伊讨论的文音是啥物样？虽然咱会斗一个字出来。毋过迄时拢是用袂斗，迄是咧读音尔，迄是咧用袂斗什么字尔。好，啊，即个物件你想讲，啊，语言，甲汉语伫咱台语内底，即个才是实际内容啊。所以咱到底咧讲的即个台语也是叫做汉语。你若想过日本话，你就会有即个困扰。日本话内底汉语词有够济啊，日语敢会变做汉语？韩国话内底汉语词有够济啊，韩国话就是韩国话，韩国话袂变汉语哦。迄比例关系佫比日本话佫较济哦。越南话内底的汉语词有够济啊，越南话就是越南话。所以讲台语内底汉语词少了有够济，已经有足侪词拢是汉语词无对，毋过毋是汉语，古早人咧讲的是台语，即点先爱甲注意。因即点若混对，后壁即个物件讨论，一颠倒头绪，你感觉足奇怪。所以讲，今日讨论的，就是汉语词内底有变差，即个规汉语词内底就无文音甲别文的差别，毋过内底有。白文章甲文同章即个讨论，啊，过咱今仔无讲，啊，即个物件就是讲生活大家知影，什么叫做国有语外语，下面书这内底无即个文病音的讨论，就像讲有一种果子，一种水果叫做柑仔蜜，柑仔蜜知嘛？柑仔蜜啊，柑仔蜜是较我南部的讲法，啊，北部人怎讲？草皮啊，有人讲 tomato， 啊，有人讲草皮啊，然后草皮啊就是。咱台语正版的讲法，啊，托马多是叫什么话讲法？日本。对，叫日本话。所以讲有当时真笑话哦，有一个高雄人去来台北读书的时阵哦，台语佮讲了袂歹哦，就是讲啊，你台北人台语讲了有够多，你叫什么托马多，迄是日本话，迄毋是台语呢？啊，无人人讲，无恁高雄安怎讲？我叫柑仔蜜啊，柑仔蜜就是正台语啊。柑仔蜜是菲律宾话，柑仔地是柑仔地是。所以一个讲菲律宾话咧笑，一个讲日本话咧。tomato， 你是照日本的 tomato 就照出来。你讲柑仔地，先是照菲律宾的塔加罗比甲照出来。你若有兴趣，你甲拍 KAMATIS 柑仔地，你就知影讲。但你讲柑仔蜜，迄嘛是一种照。你照菲律宾话，你照日本话，伊嘛你嘛怪。所以讲，咱甲写做柑仔蜜的时阵，想讲啊，是咱柑仔有关的，迄乌白头的字嘛。我讲，迄食这柑啊，食这柑甜，所以应该把这个木字边啊摕掉。啊，你柑仔比迄个柑搁较活，不管你写做对一个字，迄拢是照音的。所以讲，这就无到底是文音还是白文的差别，迄就是规汉语词，毋是咱今日讨论的。所以讲，这个起毛嘛知嘛，看到就我起毛就够歹。伊就是想讲起毛，人讲头毛的话，讲头毛，敢会使叫做起毛，起毛够歹。迄就无即个汉字的关系啊嘛。所以讲，咱咧讨论。即个物件绝对是咧讨论汉语词内底，诶汉字才有专门咧讨论，这毋是汉语词，这个包括讨论。啊，像这汉语词的即个是，这毋是足固定的。有人看有，迄就是咱讲声人的合音，你是声人，有人讲声，你是声。
讲你是谁嘛，你是啥，你是啥，不管你要读做对一个，迄拢是合音词，所以袂当讲你甲写做即个字以后，佮对即个字去找伊的语音的来源，佮古早可能是安怎？因为迄就是一个合音啊，迄个根本是学袂发出来字啊。所以讲，咱今仔要讨论的，即个卖讨论，做来，再来讲是啥？所以讲，到即马就要进行咱主题。咱先讲好，因为即个物件无先讲好，足侪人会想着，就是交破音，就是混吐，迄拢毋是混音，要混吐了，一个字会说噪音，就可能。迄拢是咱今日无看，咱今日就是单看即个文吐音甲白音，来看是点。是吧？比如讲即个文白来源进前，网络顶会使找着足侪资料，有人甲你讲，可能是音家之乱1000几年前，或是发生战乱，所以讲遐较有钱的、较有才调的，伊就搬山过来南平，所以甲伊遐北面的语言传过来，引过来南部。迄个语言佮演化佮变到今仔日嚟讲，什么原因？即个讲法嘛毋是毋对，嘛毋是对，就是讲伊观念拢毋对，就是讲伫即个历史遮长的时代，历史遮长的时间内底，就是讲即个数字是有袂歹，反正就是讲1200年前有发生什么代志。即个物件就是为别个所在，即个引入来咱咧讲的即个话内底。即个物件经过1200年的演变，要到今仔日的时阵，迄就是咱咧讲的白话音。毋过另外一个共款，即个是伫800年前，迄个时代甲1200年前咧讲的音无共款，800年前才引入来。所以讲，迄个音就甲另外即个更较古早无共款，演变到今仔日，迄是叫做文音。即个观念是对。过到底是对一个事件，迄无法度确定。就是讲，共款有个人讲1200年前的什么事件，有人找资料出来讲，迄1700年前的什么事件，其实大家是个条件都无共款啊。有可能你即个是较早足食咧讲，迄个足久以前传的。有诶就是讲，迄无遐食咧讲是，到时代才用较去扣来讲。所以讲，大家是个时间，伊迄条件一定是无共款。毋过观念是无毋对。一个是较古早的时代，一直变到咱今仔日。所以讲，有一个观念讲，白话音较早是文吐音较早。即个观念该加一个条件，上古早的白话音，甲上古早的文吐音对一个较早。因为白话音嘛有一寡音是可能300年前才演变出来，大家字的条件无共款，毋是全部的白话音拢比大家文吐音更较早传出来。因为这条线的意思就是讲，1200年前传入来到今仔日，咱即摆咧讲的音，毋是1200年前即个音，是即经过1200年一直咧变，变到咱今仔日即个音模。所以讲，共款即个音，可能300年前无共款哦，可能100年前佫是另外一个音模，迄种共款一个音会经过演化。所以讲，咱今仔日咧讲的即个音，毋是代表咱咧讲1200年前迄个音模，迄是迄个先传入来，毋过大家拢咧变。经过10年就翻侪有共款，所以讲这是第一个观念。每一个汉字可能讲，因为即个时代无共款传入来，所以讲产生一个文一个白，就亲像照一个例，后边人可能看到有边头就较显啦。即个是下底遮两个词，即两个词要哪讲？若是莫看到迄个词，你敢看到即个字，你会想讲对一个音。所以讲，你可能是较古早的音。也是少年的是较古早的，就是讲你有个相对讲，即个相对讲，你咧看到底是今年的年，还是少年的练即个音？其中就是一个文音，其中一个就是白话音。就是讲咱咧讲，看到即个字，若莫看到少年，咱想就是年啊，年即个词，就是较是白话音，即个少年的练，就是文音。所以讲伊的观念就是讲，一个是较早传入来咱的话内底。经过遮久的变化，就是讲，伫咱使用的年代有遐久啊，所以讲伊数嘛变足济。就是讲，较尾也再传入来，即个字就是讲，伊使用的年代较短，所以讲伊会使产生遐个数更较少。咱袂讲连的数就较少。遮800甲1200，这是讲差不多，就是一个足久，一个是较晚的即个时间。好来，再来看一张。顶悬一张，咱就是讲，即个是内底有两个音嘛，一文一白。毋过有的是无共款啊。咱时代一直咧改变，无共时代，咱会传出来无共款的音嘛。所以有时就是讲，除了即个文甲白以外，伊搁伫搁较近的300年前，搁传出来一个新的语。
这传出来更较新的音哦。所以本地就是一个文音吗？佫有一个更较新的是文音。所以讲文音无限制讲，伊干一个文音，干会使一个，有可能有两个文音，甚至有可能有三个文音，这拢有可能。就是讲咱来看下底遮个内容。来，这第一个词，这个字名怎讲？嘿，大肠嘛。啊，第二个词咧，嘿，对肠嘛。你无讲对肠嘛？啊，对肠你嘛知影是肠仔对落去底，是肠仔无底，毋敢咱讲对肠较济。啊，对肠什么意思？嘿，我都起来表演啦，来知讲什么意思？嘿，对肠啊，就是敢若讲咱下底啊，咱天无肉全搭落去下底，啊，所以讲迄叫做对肠嘛。嘿，迄时阵咱拢读做对肠哦。啊，后壁遮，有一个台语歌500唱，伊歌名是叫做《断肠诗》。毋过江蕙嘛唱《断肠诗》。你江蕙你唱时你唱《断肠诗》哦，共款，无共款的歌啦，是讲即个歌名共款。江蕙迄个歌伊甲唱《断肠诗》，伊甲唱第一个音，啊500甲唱《断肠诗》。啊，这无咧讲啥物人，你也是，这是咧看的内容是咧讲啥物款物件。当你为啥会知讲大肠的肠、对肠的肠、断肠诗的肠是佫较新呢？总对即三个即数字是讲参考。迄大肠的肠可能就是上久传出来到咱即马去变做第一个音，迄是第一。啊，较新的肠、对肠的肠，迄是较新的文音。啊，过来做一个佫较新的迄个断肠诗的肠。所以讲文音甲别音，若限制讲，咱会使一个背，有可能是本来背，凡是本来背拢有可能。来看是顶，即顶甲顶款无共款，拄则迄顶就是背文文，啊，即个是背文，嘿，就是讲，反正嘛是要解说共款的理念，就讲背文可能本来背音，嘿，就是讲迄种是无共时代传入嘛。所以你若看到这个词，这是后壁，迄是后，啊，这是后生，你读做后生后生拢会使，你是读做后。啊来刷嘛，即个，嘿，后果也是讲你讲后果拢会使，后甲后拢会使。所以你第三章讲，后壁后生伊后果的后，这三音就是讲咱接受着无共时代，就引入来咱的话内底。共款即个字啊，毋过即个字伫咱的祖国，逐个时代咧讲音拢无共款，伫迄个时代传入来，甲即个时代传，共款即个音拢无共款。这是诚做有新音甲别音，迄就是咱咧讲的讲，阮袂使来讲是安尼。来，再来看后壁。毋过话是啊，伊反就是讲自古早到咱即马拢无啥物变化，啊无啥物变化的原因足侪。上简单的就是讲，因为即个音足好讲，大家讲出来，不管安怎传，不管搬过几支喙，拢是共款传迄个音。自古早到即马拢无加生其他音入来，是讲无共时代，咱传一个无共款的音入来，大家时代拢讲差不多一款音。即个是就是变做今仔即个一音字，一音字就是讲咱敢若看到即个字，咱去辨识底，内底是咧讲无家己写，伊是文还是笔，就敢若收一个音，你嘛毋知是文还是笔。啊，所以讲即个字，就有几啊种可能哦，有可能是即个字伊本身就是文音甲别音共一个音，嘛可能是即个字是敢若文音。伊别音消失集团，嘛变做变加别音，伊文音咱足少咧讲，也是讲迄是新创出来字，迄无啥物文音会使参考。所以讲像讲咱以即个咧，就是讲自较早就到当，甲即马拢无啥物变，无啥物音走。是讲即个字本身就是别音，嘛是文音，因为不管啥物时代拢差不多讲出来。就像讲咱讲即个字，家己怎讲？叫做讲，即个字反射，可能就是即款文别音共款的内容。所以讲，咱敢若查着讲，即个字，啊，就是一个古即个音，古到底是文音还是别音？拢是，咱咧讲文言站，咱咧讲别站，讲上即个古。所以讲，一字音的经验，就可能是文别共音，嘛有可能是，是音过来，就是讲，看到即个字啊，即个字伫汉语历史当内，你会使讲字典内底足古早就比较收啊。如果即个字反射伫咱人话内底根本毋捌去用过即个字，根本毋捌去讲过即个字，可能啊反射啦，因为咱即马无政府反射，500年前人怎讲即个字是咱毋知啦。因为咱即马无记录，咱家己讲做就是讲，自古早时代1000年前、2000年前，咱就无啥咧讲即个字啊。迄是形容到毋到现代什物时阵才开始大家怎讲即个字。所以讲即个字伫历史中，伊自然无法度去产生一个别音，
因为咱人毋捌去讲过即个字嘛，所以讲伫古早历史，伊就无古早伊袂使去查询，所以讲迄就是甲拄则无共款的哦，拄则文笔共款哦，即就是敢若有文音无变音，但毋过有人知即个是要安怎读。咱北京话或者上，你嘛是讲啊，大量时间即个字了，就来去编字典去甲大家讲要安怎读。啊，即个是共款啊，咱会使去编字典，咱会使去查，会讲去网册、网参考，家己切出来。嘿，读做经，嘿，读做经。嘿，啊，即个经就是讲，你读做经，迄绝对就是文音，迄无地有音的注定。因为介共文的字内底，伊的经佫互相变化。嘿，啊，即个字就甲拄则无共款。底尾是一字音，迄个字有可能是文法、变音，拢是共款。啊，这是一字音，毋过这就是文音，无变音的注定。因为古早时代无人讲过，伊无机会去产生这个音。啊，再来看是经。啊，佫另外一种情形，伫咱人话历史，伫台语的历史，伊即个字可能500年前，就是300年前有咧讲白话语，毋过到咱今仔日咧，咱讲毋知要安怎讲，就是讲社会中因无人咧讲。字典嘛是讲大本有收，啊细本的字典已经讲无咧收即个音嘛，白话音全失传。到我毋知倒一个时代以后，开始无人咧讲即个音嘛，啊无咧讲即个音的可能性也足侪。有可能就是讲伊的文笔意思无共款，伊的物件咱得甲留落来。不过文笔意思拢共款，两个去互相竞争，大家开讲对一个音了，伊嘛迄个就自然消失。就讲伊的意思无对你的时阵，自然就消失。啊，不过咱会使对历史的记录，佮看出来一寡影，就是讲即个字，咱今仔若看到一个字，咱会安怎去甲答？所以第三个，这要安怎讲？你若是细学问嘛，恁兜就是有人教。啊，毋过你若去我金门哦，你会看到两个字拢有人写哦，金门有一个字，也写做即个甲捧起来即个字，即读做行厝。嘿，啊有诶共款，明明即个行厝内底排片啊，有诶搁写王厝。啊，毋过逐个不管写做啥物字，明明拢是读做行厝，因为即个字伫古早姓王诶人，可能是姓姓，这是伊诶原因。嘿，啊，到咱今仔日台语无啥咧讲即个姓即个音嘛，敢若像讲泉州啊姓姓。古早人姓姓，即马人来讲，无人咧讲啊。啊，金门若是古早遐人姓姓，毋过即马拢改姓，改叫做王啊。啊，毋过伫即个潮州话，佫会使甲看。潮州佫是读做姓，就是读做即个音，伊是读做较对即个音。毋过即个物件可能到毋知啥物年代享用长期无人咧讲啊，白话音伫咱的规内底拢消失。啊，佫后壁即个词，咱若看到即个词，咱家己会哪甲讲出来？嘿，你要讲海陵王，海陵王我袂使。你若做海陵王的时阵，你家咧查着讲，来自大词典，还是即个海大词典内底佫有另外一个音叫做海陵黄，甲你姓黄，黄色的黄，迄个同音。毋过海陵黄的意思就是海陵王，完全相像。啊，佫有做囡仔王，做囡仔黄，啊，佫有做人王，做人黄，迄王甲黄的意思拢共款。所以讲，伫即个时代竞争，意思既然甲拢共款，咱着甲保留一个大家海讲的音，迄个黄就豆豆消失。所以讲，迄个音，佮比即个字佮较晚消失。啊，所以讲，咱讲即个王啊，会使读做行厝的行，会使读做海陵黄的黄，啊，会使读做即个王家的王。毋过咱即马经济顶拢甲人查到即个王，所以讲对于即马的时代，伊就是一音字，毋过伊就是讲伊有文甲八，佮八已经伫历史中消失。凡是咱佫会使讲出来，佫社用无人去讲。讲即几张就是咧解说。咱我们做文八，文有可能几来文，八毛变几来八，毛变一个字，加一个音。如果迄音有可能是无变八，毛变是讲过去八个消失。好啊，再来看有音。来，啊，咱咧讲文音甲白话音，就是咧讲即个字，咱甲读出来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文，一个白咯。你一定要符合一个讲有一个对，迄个对会使对甲足好。甲伊个共文的字内底，大家拢有即个现象，会使甲斗出规组，这就是文八有对。若是无即个对，迄叫孤例，咱会使想，可能是白话音，可能是混读，可能是根本就是迄个字，咱就无合吧。啊，过若是讲较地方，会使讲文八，就讲伊对文对甲足好。啊，对，咱会使甲分做三类，就像讲这是第一类，这叫做声母有对，声母就是讲开头的字音有对应，即种这个声母有对。即张图内底有一个特色，伊的文音拢是读做丝，白话音全读做字。即类的字有够侪，迄毋是讲即五个，即六个字内
所以讲迄是甲客户出来讲，就是讲咱家家己看看，这边怎讲？薪水啊，所以恁台人讲薪水嘛不对哦。伫咱台湾较奇怪，个人去听有，咱个伫什么所在？伫东南亚就是讲薪水啊，东南亚就是有影讲薪水啊，所以讲东南亚较有名讲话，咱有来家己关系。啊，这后壁这，所以咱台湾讲薪水海水啊，会底这，我来讲上班拢会使，这上台，有人讲上台嘛是会使，再来这。酒妹，还是酒妹拢会使，就是讲，业就互我来顾啊，我就是咧酒妹，我就是咧酒妹的，就是酒妹啊，酒妹还是酒妹，拢会使，这叫做酒。再来后壁这是咱顾头啊，18啊，18头啊，后壁这白两个拢是这个北京地的一个叫做。咱讲社中庭嘛，无毋对，可以本人叫做社中庭。所以讲伊个社中庭也是真正要甲翻做北京话叫做谢长庭，因为本人叫社中庭啊，所以咱来对本人叫啊。所以讲伊是本来讲社中庭哦，即个咧，毋是社，因为本人叫做社中界。过即个物件佫变出来有口音差，较正腔的人就是姓社即个标音，毋过看我专腔的人。即个白话音的消息，到底是历史中无生出来，还是家放意上无爱讲即个？就是讲较乌全的人，伊就讲伊姓社；较乌正的人，伊就讲伊姓社。所以讲较早南部大部拢是讲，即摆就是讲诸葛亮啊，诸葛亮啊，伊嘛是讲伊是家家，家龙家嘛是姓家。佫有北部的家人较早就是家家是即个大家族嘛。家家较早就叫做贾清文啊，贾清文即个大家族，伊拢叫做贾清华啊。应该叫贾清华，就是讲因为姓贾清文，所以人拢家叫做贾清华。所以讲迄个讲较早家人嘛是拢姓贾，毋过即摆就是讲大家套人家，还是讲叫电视影响，就讲咱拢也讲写较袂晓讲即个贾。所以讲这第一个声母就是讲声母的对应，毋是干一组尔，这是一组，咱要甲写出来8通组。咱无要看，甲看一张。第二种对应来，再来看一张。这个韵母的对应，韵母就是讲，开头的声母是几大注意，后壁迄规半的内底有高音，内底有一个韵母嘛注意，后壁迄规半拢甲叫做韵母。韵母的对应就是讲即组，这嘛是共款做一组，其中一组就是讲，我读做以为字，白话就甲读做凹。所以讲你会知影讲到底。即个来，你若是要徛倒来去教伊，即个阮咱是要无定啊，即个嘛。咱来看第一个是，咱若讲咱咧加油的时阵嘛，你是要加95、98啊，咱是讲95加甜啊，咱就讲95啊。当然你要讲95嘛是会使，所以当做你可能是要加95好，要做加唔对。所以讲，你讲95嘛无毋对，毋过咱要听恁遮误会，到95加甜。还是讲95加较全个，咱就来调高上课。95后壁迄高位，所以讲，就马英九甲马英九的差别啦。所以讲，即个时阵我都毋知影，我都毋是讲我甲面讲，我都毋知本人要叫啥物，所以我当然我会叫唔对伊啊。你要甲我讲嘛，做袂成，即个是本来就是本音，就是正音啊。所以讲，咱讲本人安怎讲，食中定啊。食了解讲食，咱就做咧讲食，中定讲食，咱就做咧讲。但是我本人都无啥爱讲，所以咱毋知怎甲叫。所以讲，迄毋是咱个问题。第二抓，迄个文字要怎讲？流浪，流浪后壁啊？第三抓？留学，出国去留学，来后壁。豆饭意思就是讲，我即摆要考我转来厝来，就是讲妈妈甲咱豆饭，叫咱食咧豆饭。所以讲头前牛后壁豆，来第四个就是讲，咱讲在头前就会讲迄个别丢枝啊，迄个别丢枝啊，是安怎？台语以前要叫做别丢枝啊，台语以前台语有哪歹？我有世人叫做丢这音，其实就是讲，毋是你台语甲我讲，你就知影讲，即个字的分别要安怎讲哦？就敢若北京话讲啊，足顺的啦，字顶甲黑句，有时讲较假字，你嘛是毋知要安怎读。所以你是读中文系，你毋是读做字典系。
你是台文系，你毋是台文字典系，这是无共款哦。所以咱即个字别调的调，咱毋知要安怎讲，就是拼字典啊，是恁有当写较细份，还是讲迄个字真正做罕见，咱毋知咱若等去网络顶随作有人甲你写出来。所以讲即个音就是讲，咱毋知咱就去查，讲即个别调字啊，伊无讲了毋对，伊即个字对咱家己来考虑就侪讲，所以感觉怪，毋是毋对。毋过后壁迄个字就做直咧讲啊，别调后壁咧听讲，中道嘛。迄个中道迄道，所以即张就是来看一个对，讲，这也是无好。那即个就是讲，这是文法的对，伊种典型就是有甲后的，即个互相会使文法对对了做好。啊，这嘛是其中一组，这写出来对来做。啊，毋过咱无讲，咱再来看后一张第三对，佫有声调，声调对。啊，即个声调就敢若讲咱咧讲北京有四声嘛。咚咚咚咚，轰轰轰轰，甚至现在出一个声，我会使，我会使讲啊。台语嘛是共款，台语即八声，台语即七声内底有一个足固定的，就是讲文音读做第二声，伊地位音读做第七声。啊，即个讲若读中文系人，较有兴趣去了解这物件啦。即就是讲，即讲用双字文法的分配啦，或者拢是用双字，即种泉州腔拢是第二声。漳州腔、普通腔拢是第七声，不过这是伊来源，咱毋免先讲啊遮，就讲这是第二声对到第七声。所以讲你会感觉讲，有机来去哪讲？有机。我若讲这有机的敢会使？啊，这个有机的敢会使？嘛，毋是讲袂使哦，有当时咱要去开项嘛，咱超工要讲毋对嘛。就是讲咱台语程度讲有够好，是啊，头家我要有机的啦，哦，这有机的哦，这有机的当然嘛有啊。你若台语听歌有够好，咱就使甲变难听。如果咱知影讲，迄是讲了敬某是嘛，结婚的啦，啊，真正要讲嘛是做有机啦。啊，后边迄个要讲有机，也有钱啊。一个是有，一个是有，迄个对无？啊，第二组，五金的是五，啊后边，五号，啊第三组。啊，头前佫有唱的，即迄个讲，你刀两段的迄个量。然后当然，香口草有人叫做刀两段拢会使，然后后壁迄个，两个人，啊人讲无人迄香口草，啊后壁第四个，另外的碗，啊后壁，所以讲永远有偌远，这句话华语来讲，永远到底有多远？但伊讲像即个无共款的嘛，永远到底是偌远啊？所以讲咱讲永远的远，啊真远的，这就是。声调阮甲声调，声调都阮，不过这嘛是一个足固定、足规律的对。啊来，你要食木耳跟食猪耳朵，大家要讲。啊，佫有后壁迄个，迄叫做猪耳，啊来叫做猪耳拢会使，猪甲猪拢会使。啊，佫你会知讲声调无共款嘛？猪耳，猪耳，对。啊，嘛会使个猪耳拢会使。啊，头前迄个木米嘛有一寡，迄算伊变，迄就毋是无白差啦。就是像讲，阮自细汉讲木米啊，其实就是木米啊，都讲毋对，啊，大家拢讲毋对。赛市啊，咧台湾的人拢讲毋对，我就对你讲木米啊。所以讲木米当然迄是个本音，毋过是算是变，可能叫木子啦，叫做木米，迄就是个本音嘛。所以讲咱对遮头前这三张，咱就会知影讲，文白对哩，毋是凊彩讲，毋是黑白淡讲，即个是有两个音，一个就是文，一个就是白。咱甲去学检查，讲。专家会去检查，毋是咱台下去检查咯。人家会去检查讲，伊敢有系统性的对，伊对即字的古汉音敢有关系？啊，对即个上古、中古也讲参对。有一个足好的对，会使互你对出来，咱才会当讲，即个是文白音的对。毋是讲即个是有两个音的，一定是文甲白音无？有一寡是上音无？对，咱讲毋对，大家都讲毋对，我就是无爱讲迄个对。我是俗人嘛，我无爱讲正音，我要讲上音嘛。迄就是讲第一组、第二组的迄个组。迄个组，其实你甲祖先的祖是同一个音，所以讲你若要讲正音，人讲讲怪怪咯。第一组、第二组，啊，咱讲左头，不要叫左头。正音是左头啊，毋过就是讲咱就是讲，我是俗人，所以我讲上音。啊，就讲接触的触，你是正音，啊，我是俗人，我讲接触。所以讲有一寡音是正音，有一寡音是俗音。有时讲会使读做接触，过来读做接触，安尼触就是白音，啊触就是文音，毋是安尼哦，有一寡是俗音。就是讲，咱若有一个足好的文白对，才会使家己做，伊就是文音甲白音。安尼再来看。
对，啊，有的人就是想讲，啊，咱讲话的时阵呢，咱普通时咧开讲的时阵，就是讲有的人讲啊，讲话拢讲第二音，啊，文言体拢互不同音。即句话你有认同无？即句话对无？嘿，啊，即个人爱头人顶头，啊，就是讲观念小可的我，啊，搁即句话是毋对。嘿，即句话是毋对，就是讲文言体拢互文同音。即个当然咱是要甲解学较准的，解学较对讲，文言体拢互文同赞的音，文同赞的音甲文同音都无共款哦。对啊，来咱先看后壁咧，来，再来一张。哦，这是咧讲较文言体的时阵，较容易后壁即咧讲。咱咧讲汉文啊，咱咧讲古诗词啊，就是讲迄个古早中国作家伊写出来物件。古早人嘛，是讲北京话嘛，是讲家己，如果你管什么话，拢会使去甲好出来。你用即摆北京话会使讲古文字读出来，家己嘛会使甲读出来。你用广东的语言语言嘛，拢会使甲读出来。你用客文嘛，会使甲读出来。你用韩国话、人话，拢会使甲读出来。所以逐种话拢会使甲读出来。佫有斗文，斗文就是一个上了紧的所在。即阵讲北京话无斗文，家己读出来才有斗文。所以讲古早人讲家己哦。啊，即句话就是香港人，香港人讲我这外语读出来是斗文，所以古早人讲我香港话咯。啊，若是外南人呢，有一寡台语就无斗文啊，广东话就无斗文啊。你用外南话去甲读出来，竟然是斗文的哦，即种例足济哦。所以古早人袂使讲啊，古早你个古早的中国是咧讲外南话啊，所以讲毋是斗文，就是讲古早人就是咧讲即款话哦。啊，毋过迄是边仔咧写，汉文会使用台语读，毋过台语毋是古汉语。啊，就讲咱什物情形？汉文甲古诗词，咱全部拢会用文同赞的互语，毋是文同音。啊，口语的文言词，咱会使用透人淡薄仔标语。就讲咱生活咱嘛是希望全部拢读文言，毋过透人着一寡条文一条字，有一寡文同音实在讲出来，可能你着真正毋知影咧讲啥物，我着使小可甲改做，咱较听惯是标语。好啦，再看后壁即个字，来后壁即个字。咱讲即个物件，就敢讲你讲北京话啦，你敢有法度用北京话去甲拍出来？你毋是国文老师嘛？你毋是中文系，啊，毋是中文系，甲中文话，你毋是字典系，你有可能做侪音，你北京话嘛袂晓讲，所以台语嘛是共款咯。你莫调恁爸去读，调恁阿公去读，你台语人拢读无，这是我对啦。啊，所以讲迄毋是啊，做侪字咱袂晓讲，啊去查去辨识，咱才会知。用这物件，你生活读一摆试看觅啊，咱等下再讲。全部拢用现场的方式来拍出。第一个是槟榔宴席，槟榔设是宴酒中，多酒席间助饭用，主饮何为言消情，应书果书用饮酒。所以讲你这应该会使发现讲，像讲迄1000的千，这是读做千，我毋是读做10千，我是读做10千。所以讲有一寡字，你会感觉讲，我这个字我都袂晓讲。你就敢讲你袂晓讲，你北京话你会查北京话字典，台语嘛台语字典，若是你甲人问一个，迄专家拢绝对做愿意甲你讲起。台语要安怎讲？种像讲咱拄则咧好讲来讲，因为这是古诗古词古汉文，咱全部用文言去甲读，啊上好无用标语去甲读。你全部有才调标语去甲讲出嘛是会使哦。毋过标语有一个问题，凡是即个字，伊古早时代有标语，毋过即马无保留啊，早有失传。咱想讲即个字的标语，咱讲袂出来。咱会使比如看卖啊讲，伊翻译即几个标语的可能性，啊，过咱无法度确定讲正港的标语到底是对字。所以你若知调讲全部用标语去甲好出来，讲你嘛是会使，毋过足困难，会使讲根本就无啥法度，因为足侪标语已经失传啊。所以讲标语失传，对无法度咱全部有一致性，咱全部读做文言。所以咱读即个古汉文啊、古诗古词，通常拢是用文言、全文同赞的音去甲读出来。不过，咱咧讲的这是古汉文啊，若是讲话内底掺一寡较文的词的，就像内底哦，内底咱咧讲话掺一寡较文的词，就是讲，即个要安怎讲？几句话？即个，几句话？对啊，大家讲，讲到武林惊动万教，惊动万教，惊动万教，迄个惊就是标语嘛。咱正经咧讲话是惊动万教。所以咱要讲较白，咱要讲较文的音，毋过插一寡白语伫内底。所以讲毋是讲咱口语内底咧学较文的讲法，就全部一定要文言。当然是全部拢文是上好，毋过有一寡音就是咱总结咧讲也是根本咱袂晓讲，而且讲
惯势就自然有一寡是唱做白话嘛。你咱甲看迄个行动后壁迄句话要安讲？对对，第是第面不第心，第是第你要用白话你他就知啊嘛，当然是知，我知啊你是啥物人。啊，咱遮读做甲文讲法啦，第是第面不第心，第是第面，迄个面就是白话音嘛。啊，文音要安讲？啊，啥物时阵讲白面？对，就是讲日本时代迄个汉字传入来了，咱对一本汉字去用文言给它变配嘛。你若去用歪啊，你若做变，啊，人就来甲你变配啊。你读做变，迄就是文。毋过咱无咧讲，知是知变不知心。你若是教汉文的，就可以当咱读。毋过社会中咱是讲知是知变不知心。来，再来看后壁第三句，迄是日有所思，嘿，有所望哦。啊，所以讲，咱是讲也有所望哦。所以讲，望是伊不同意嘛。毋过就是讲，这是中文的讲法啦，搁伫口语内底，咱会使用伊小可字变套入即个文言词内底。啊，后壁上尾就要讲，八仙过海，过海神通。啊，若是要文言的，八仙过海。一起大个的个，迄就是做个。嘿，啊，所以讲，咱咧讲的口语有八仙过海，有很神通啊。当然，你若是读较无八仙过海，你读到过，不过口语会使容易白话音套入内底。啊，即个观念嘛真要紧，嘛有见逐工都人有要紧。伊咧讲一句较文的词，内底插一字白话音，就叫简单语全甲干起来要死。讲啊，即个是你名读做文才会使，全部拢文你哪会使唱白话音内底？其实无遐严重啦，因为咱咧讲的话，毋是人规定你安怎讲，是社会中自然流传，迄是一种感觉，嘿，就是一种感觉啦。像咱即个例有够多，即个例有够多，就是讲，咱咧讲文音的口语的文音的时阵内底，唱一寡白语内底，迄是无要紧。啊，所以讲，即种是咧讲，本读书内底，咱就是咧读古仔，尽量用传播文言杂、不同杂语去来读。如果口语的文言词，唱一寡白语，迄是无要紧。好来，即摆来看口语部，来，咱讲即摆要讲这是口语部分，讲这故事、这造词，像讲即张你会使看到一个特色，这六个词，这首名第三个项是白话音甲做伙，这首名这项是不同甲做伙，所以就讲你凊彩读一个音读出来，来，我咧讲这个词，你讲较大声，就五天嘛，好，按过就五天。第三，你若是出现伫即个古汉文内底，就后天要改做文言，你也要读。嘿，变动乌天啊哦，变动乌天啊哦，迄个动就是讲调解为动天迄个动，迄个意嘛。嘿啊，雾就是风风雨，咱讲风风雾，迄个雾。嘿啊，天就会开来讲乌天。如果咱三个用白音嘛，啊后壁官文啊，啊嘿官文，若是文音变。官文，大台人，迄种是白话，毋是爱唱，啊，毋是台中，台中啊，对中这两中啊，所以咱咧讲白话。来，开放啊，请教一个，有到300，这拢是做文音，所以咱毋是讲你有到300啦。啊，请教我毋是甲你请教，请教嘛无问题，我请你起来教一下，不过意思有人看人请教，咱讲请教是，啊，开放我毋是甲你诽谤。开开的开，放开的放，迄个开放。然后所以讲，咱会使看到咱本来造词的关键，拢是八到八文到文。所以一寡较新的单语词要生出来时阵，就是讲其实伊是北京话的词，咱要甲刻出来单语讲的时阵，有的人就讲，啊你八，你就是全部。好，要甲你讲就讲，咱有一个现象啦，咱个电影场景啦，吼，收一个话，会讲，这是文甲八，是讲公司，咱毋是讲公司啊，咱公甲私就是文甲八。啊后壁即个大人啊、天公啊，遐上拢是一个八一个文斗做伙。咱咧讲的这道理，讲咱的口语词自然无人咧甲你规定讲，你一定要专文，迄个词一定要文到八到八，咱拢是套人。再来看有一个，就讲迄种有套人嘛，佫有一寡词是套人了，意思拢共款咯。大多数就是大多数，说明就是说明拢人讲，即个时阵意思拢无真差，文法就无对你凊彩你讲拢会使。啊，希望啊，希望拢人讲啊，啊讲水牛啊，人无讲水牛啊，迄拢人去讲啊。啊，佫就讲这是迄个咱祖国，甲台湾的
讲法无啥共款。咱讲即个记性诚好，啊漳州遐人讲记性诚好，而且读做记性。我就是讲即个流洪，台湾吼，人讲流云啊，较泉的所在，啊泉州人迄是讲流云啊，迄是读做流云啊，迄就是讲因遐惯势，甲咱台语无共款，甲台语惯势无共款，即叫做无对立的字。你凊彩你讲，啊后一张，啊上好一个就是讲，即有对立的，这是较要紧，你讲毋对代志就大条，你讲毋对代志就大条。像讲第一个咧，什么人伊若讲出山嘛，咱大家拢知影嘛。我今仔就是写一个台语文，我写着即两个字哦。我什么人讲啊？较早政治人物即摆足久无捌政治啊，咱即摆佫经过10当了，你邀请伊出山做什么官？你是邀请伊出山哦，你是邀请伊出山来替咱做代志哦。我台语文我先出山个写出来，你头先邀请伊出山，你就做人死。即个山甲山迄个袂使，互你后面先来讲讲。种上好一个放生啊。甲放生啊，咱掠啥物物件去放生，还是讲啊，迄早就叫人放生啊，莫插伊来，迄是你讲人啊，咱就讲放生啊。所以讲即个时阵就讲，迄是有对你的情形，你袂使互同讲。你管你就讲，你文笔凊彩有袂讲讲共意思，即张就是共意思。啊，上好一张，啊，这是宿营站，咱看第一个地图，5年制专科学校缩起来以后，变做啥物讲法？五专。所以讲即个问题就是讲，咱你讲较简单的讲话是。爸因行定走来问伊，毋是讲一定，你嘛使讲五专嘛，大家拢听哦，毋过咱管是真五专。啊，所以讲下底内容是共款嘛，就是讲高中第就是读即个医学系，啊偌精点，伊就是读即个校医的，啊校医是啥物？学士后医学系，毋过咱拢讲叫做校医啊。学士后迄是第位，毋过缩起来了，啊就变文医嘛。所以讲有一寡问题讲，你到底你啊安怎规定？板南线到底要怎讲？咱要解决板南线，伊你会使讲板是邦桥的邦，南港的南，所以讲你若是在地人，你说啊，迄是邦南线，毋过毋是大家拢在地人，所以看到即个词就是板南线。所以讲两个音，你知影来源，你就读了较正确板南线。啊，所以讲外地人较济来到遮就做板南线，种社种就自然去竞争啊嘛。所以要经过10年以后，就啊板南线是对，迄个情况下。咱若缩起来以后，迄个因查咱读册较无语嘛。然后所以讲，就是讲，例如安怎讲哦，你甲缩起来以后，你来照平时讲话咯。像家人河路，家人河，咱知讲家人河路，我甲人摕了，台北市就即条路嘛。咱无可能读做家河路，在地人读做基河路，迄就是读做基河路。咱要甲讲简单，自然的讲较无讲法。所以今日要讲的文笔就是安尼，哇，想我是讲无啊，应该是无啊。